足久无诶，见，真正有一段时间无看。对啊，足久无甲你开讲咱先请问你最近过了安怎？最近啊，哎呀，最近有要无钱啊，需哇，要赞助。需要赞助，大家请迄个，我应该爱先甲你的迄个，你的频道，你的频道，你应该是伫 Twitch 开较济吼，还是直接下推特了啊？Twitter 好啊。啊，若是要迄个委托你斗加影片，敢嘛是为 Twitter 都会使，系啊，对啊，会使吼好。所以要互你趁钱，毋但会当直接赞助，嘛会当或者甲你委托。嘿，安尼我直接下 Twitter，我画屏应该有切过吼，太拢有啊有无啊有吼，害我惊一下。有啊，诶，好，大家暗暝吼，今日就是因为咧共采访，所以开讲时我可能拢回较慢哈。好，过来吼，咱足久无甲你访问，来问你一寡怪怪的问题好啊。哈，你敢怪怪的钱吗？敢买会着快乐？你头拄仔讲你无钱，钱刚买着快乐，哎等下嘛买会着，嘿嘿，哎，你拢安怎买快乐？我拢安怎买快乐啊？嘿啊，我嘛毋知咧，毋过钱若伫我诶落地仔内面，我就足欢喜啊。哦，所以对你来系啊，讲是有趁钱我无一定爱开着钱，毋过伊只要伫我诶身躯边，我就感觉干。喂，就敢足爽诶，就对啊。系啊，哦，OK，爱趁无一定爱开，系啊，嗯，好，请问你敢捌发现啥物流量暗号、流量密码？嗯，我诶腿吧，你的腿哦，我诶你的大腿吧，你的大腿吧？啊，系啊，你拢安怎靠你的腿趁钱？嗯，我有诶观众会寄因家己诶翁仔来互我，互我哈，夹伫大腿中安尼，可会当安尼算哦？有时会伫大腿顶悬写字，哈，你拢写啥？这敢袂当讲？这敢袂当放送诶？会使啦，会使啦，写因咧退学名啦，哈，会当安尼算哦？啊喏，要爱还是你进要来投我进来写，无啦，偌济才会当迄个？一个订阅就好啊，遮俗哦，你的腿遮俗。哇，若要写写写一工尔，无写一个月啊。啊啊我想着，毋是有讲迄个有诶，迄个做啥？最近有听到有 VTuber，就是伊身躯顶伊诶衫会当互迄个广告来赞助，就会当囥广告伫伊身躯顶。你敢捌想过你诶腿嘛会你讲当？我有想过，我会当直接印人诶纹身贴纸啊，哎用一个 QR code 直接搭伫我诶大腿顶管，哎，小袂哇！歹呢。你当时要开放即个服务啊？还是你要做第一个人客，会使啊！我想要买广告啊，我足有兴趣。买大腿顶管，嘿啊，毋是讲对你的腿有兴趣，毋是即个意思，我是对广告真诶吗？有兴趣。嗯真诶吗？嗯嗯，嗯，真诶吗？我当然啦，当然啦。所以有人伫旧年讲，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兄弟哈，的大腿吧遐尼芳，送啊，是送唱即个奇是奇啥啊？怪怪的歌。毋知呢。毋知呢，哪嗯，会安尼？对一个奇怪的人呢，想要去看我边仔，这个无行呢。
那是对干名啊，啦。嘿，我有去哦整形啦。哦，哦，嘿有人讲无介绍一个，会对呢。咱要是有请绿地向大家介绍一下你你家己我想要听你帮我介绍呢。啊。我想要听你安怎介绍。啊，大家好，即位是绿地，应该有算朋友啦吼。嘿啊，平常时就我知影绿地会拍电动，电动的内容就是咧叫做啥？开 FPS 哦，枪的，开啊，枪的就对。嘿，搁有吼，你若有介意看查某囡仔的大腿，嘛会使去看伊的台，有时有大腿通看。搁有就是绿地嘛会晓讲台语有时迄个虽然足久无开毋过有时迄个 Minecraft 会，咱会做阮会做伙耍，就会用台语来耍安尼。有啦，明仔载个有诶。我安尼介绍应该是有会有啊，我使吼。会当佮补充两项请啊。请请请请，你古早佮变过迄个古早迄个时哎，阵，咱绿地佮有咧迄台语诶笑亏影片哦。嘿，迄阵偌古水呢？即摆嘛古即马水啦，即马无共诶古水啦。啊，嘿，对，佮有我是公司台语台诶配音员。对啊，我较早是你诶 fans 呢。是哦，嘿啊，真诶吗？自细汉咧看诶，毋过是自你细汉，我都有咧看。你有啊，我看我迄阵，大汉咧。嘿啊，看你大汉诶啊，迄阵就有看你诶迄个，你头拄仔讲诶，就是拍影片讲台语笑亏我迄阵就讲，这少年哥有够才情诶，是咧，就变做你诶 fans。尾就走来做 VTuber 啊。我无安尼讲，听起来是对 我讲我啊，VTuber 做气嫌诶，什么意思？有人讲初见安来学台语诶，讲到台语，我阁有奇怪诶问题想要问，嘿，你上介意诶台语词是啥物？台语词哦。凊彩一个词，一个字嘛会使啦。你看着我这个笑容，想要回答出来，就毋是偌好诶物件咧。你想看觅看，敢会当放送？若会使的，啥物啦？你是阁会当有啥物词袂当放送诶？啥物意思？是会当放送啦，毋过你还红顾家己包啦，诶形象啥？红包啦。红包无系啊，问题啊，送无爱系啊，红包。系啊，好，你上介意诶是就台语词是红包。系啊。我听讲恁大人讲咩红喏，红包我阁想到一个会当冤家诶问题。嘿，你敢有用过迄个白色诶 Discord？真正吼，若头壳有问题，会当莫用 Discord 无要紧。毋是我讲诶，毋是我讲诶，是绿地讲诶吼。迄个或者来宾诶言论无代表我诶立场。我感觉白色做上目睭咧。真正足光诶吼，应该是系啊，无法度忍受。你今仔日若真正目睭无好啊，需要保养一下，就是来看我甲火机诶台。进前迄个 shorts 有加着有讲过，听讲系啊，加看绿色诶、青色诶物件对目睭足好诶。嗯，搁有迄个大腿可能嘛算是顾目睭吼。一定诶啊，我诶台逐工拢有大腿人看。逐工拢有哦，你逐摆开台拢有腿通看。我尾仔发现一件代志哦，我有去看我退学后台，我诶查某观众变查甫诶加足济。所以是查某诶观众咧爱看你诶腿。我感觉足奇怪啊，毋过想要嘛，
好啦，无啥物？我诶查某诶观众咧，较济我其实毋知呢，你会惊？尻川疼疼。因是对你的腿有兴趣，无一定讲对你的尻川有兴趣啊。啊，会惊啊！哦，好啦，啊，迄个或者啥，尻川连大腿，大腿离咱的尻川嘛是足近的，无毋对。嗯，嗯，毋过你敢知影，查某囡仔嘛毋是讲无才调对你安怎啦？请问你较无多接受无网络，还是无热水？我应该是无网络呢，哦，所以你迄个寒天洗冷水袂要紧。因为你寒天基本上你惊喙，你诶皮就拢寒诶啊，所以佮等到你洗了冷水啊，等诶皮内面佮是愈烧呢，对无？有道理吧？啊，敢是安尼？系啊，是安尼哦。毋过伫你洗了啊去迄、个，即迄个叫啥？伫你洗了啊要入去配进前，迄足痛苦的呢。啊，痛苦了就快乐啊，对吧？痛苦了就快乐，好啦。那你讲嘛是有理。哦系啊，哦，哇，一理无一家，有理。多谢。你这是咱两个人的时间，你才会当想着伊你咧。哦，我毋是恁的第三个人吗？毋是安尼，莫互别讲，莫对我的观众遐起舞，莫互别毋是吗？讲。是啦，毋是吗？是啦，是咧，请问你敢若洗身躯的时阵，敢会较会得到灵感？我身躯的时阵，敢若会唱歌尔咧。洗身躯的时阵会唱歌哦？系啊，啊，你拢唱啥物歌？袂啦，啊，无你毋敢？你本身唱拢做歹听咧。毋过我有一摆身躯的时阵，想着一个问题吼，吼，啥物问题？我才会无要伫身躯的时阵开歌会啊。啊，你麦克敢会弹去？啊是我麦克下伫变数外口，你敢听会着？安尼声就较无。毋过想要是变数的问题，想要毋是身躯的时阵的问题咧，哈就是变数迄个 echo 的感觉，变我伫 KTV 唱歌的搁较迄落。效果更较好。系啊，啊，你嘛对啦。我其实捌看过有人开变数歌会，应该是讲疫情啊歌会，无毋对。啊，伊迄个背景就真正是一个疫情啊。啊，嘿，变数歌会个会当坐入尾仔点歌，是还有安尼无椅仔咧。毋对。做伊啊，毋是讲徛咧唱歌较好唱。你敢捌听过？讲你较会出力。毋过你坐入尾桶顶看嘛会出来啦。叫你坐伫马桶，无叫你真正嘛是会使啦，嘛是会使。哦，安尼呢？嗯，有味啊，有味啊，干。嘿，有味啦，有味。请问迄个，你敢有介意落雨天？啊，你敢有介意落雨天？我就介意吹南风呢。哈，啊，你拢袂感冒？迄感冒拢是快乐了后的代志啊。头前都还嘛先快乐一下。活伫即南，马，毋过即马即个天气南风足寒的，无毋对啊。毋过若热天的时阵，我最爱若落雨会走出去淋一下，啊，等下身躯。哦，啊，毋是讲即马有迄个霜雨，啊，你迄个会臭头。我嘛无咧出门，所以嘛无要紧啊。哦，你讲臭头嘛，无人看着。系啊，无啊，我就是喙淋雨淋了就等下身躯啊。哦，嘛随系啊，洗着对啊。紧洗洗甲雨洗掉啊。无迄
好，其实第三个顶悬有一个臭味，哦，对啊，有一个味啊。哎呀，哦，啊，你洗身躯拢为倒位开始洗？你太惊你问的拢做奇怪。啊，想讲咱遮熟啊，逐个都爱听奇怪的，无要，对啊，身躯胃就会开始说胃头毛啊，胃头毛，大部分人拢胃头毛吼。哎呀，是最顶悬说落来啊。嗯，啊，好啦，你嫌讲迄个问题拢足奇怪，无我问一个正常的。嘿，好，我爱找一个，因为我正常的问题无介济。请问，你即礼拜敢有做啥物闹开的代志？还是顶礼拜？因为即礼拜才打开始。嗯，我感觉我会先切过来中文，请，我想起来啊，这个礼拜啊，可上是感礼拜是觉你刚刚发生的事情比我还要闹鬼呢。你可以爆我的料啊，没关系啊。刚刚有一个人在直播开始之前的时候，串流键按下去了，问我说：“诶，为什么我的台还没有开啊？”对啊，为什么串流金要错误啊？是怎样？哈哈哈。开对，台前在那边跟我聊说：“诶，我等下55分就会放出去哦。”然后诶，为什么我的台到现在还没有开啊？没错，我们到58分才发现这个问题，笑死！啊，你就单纯就只是要讲我的，我我这个礼拜好像没有什么糗事呢。太好了，我们六弟是不会碰的。啊，好，真是一阵尴尬的沉默。请问你几天剪一次指甲呢？谁会问这个？哦，几天剪一次指甲，这个好玩啦。好玩什我都是么意思？我注意到它很长的时候，我都不会去剪。然后啊，我朋友跟我说：“你指甲太长了，你赶快去剪。”还没去剪，我都是到它断掉的时候我才剪。太痛了吧？我指甲都会不知不觉莫名其妙，它就会从中间开始裂开。啊但我今年开始有做美甲的行程啊，去年啊，是它会帮我的指甲又多了一层厚度。嗯，比较能保护它就对了。对啊，哦，原来如此。我去年有做一个色素指甲，射出我的大拇指甲是指是那个，我大拇指是剪映，然后食指是 Premiere，然后中指是 PS，无名指 AI，然后小拇指 AE。哇，很酷诶啊，代表你全都会用哇，对啊，每一个就是它刚好 Adobe 不是都是底色深色，然后确实，字的颜那个吗？对。哇，我可以晚一点再发照片给你。你有没有考虑出租你的指甲当那个广告栏位啊？可以放 QR code，虽然小到太不行，小了吧？很可能那个美甲师他画 QR code 会画到想把你手指拔下来。有病吧？好，对不起，阿辉哥在欧北讲。好，我还给刚刚伤欢喜啊，时间其实真紧就过得差不多啊。上尾上重要的问题想要问，你最近敢有啥哎物想要宣传的代志？哦，我的推特快要1000追了，大家可以去帮我冲一下。哦，啊，你有历期对，吗？满1000追有特别会发生什么事吗？有啊，我要女装出门拍一支 Vlog 啊。哦，好想看哦。好，还有我这个计划还有一个额外的东西，就是我打算找一个我身边比较偏中性一点的女生，她穿搭比较偏中性一点的女生，她们打嗯，算出去吃饭，看店员会先叫谁小姐，然后她如果先叫我小姐的话，我另外一个朋友就要讲话回她。好像蛮有趣的，好像蛮有趣的。哎、好哎、好哎、好，我很期待这个，这个是会录起来吗？会变成 vlog 的一部分是吗？会啊，到时候哇，好会赞哦、放到 好赞 YouTube 哦、上面。哇，超想看，超想看。我好，想要看那个海底捞的店员很傻眼的盯着我们两个。
请大家那个去帮忙完成这个1000追好不好？完成我的愿望，主要是我也很想看，谢谢大家。感谢，要，要，好，好啦，那我就感谢先火蛇，感谢，再次感谢六弟，那我就准备去找下一位朋友，拜拜，拜拜。拜拜。哎，好久没有做这个了，好久没有做这个，这叫什么？好久没有做这个连续的街访初代，有点应该算耐久哈。对，那每次呢要做这种需要分心的，需要同时做很多件事的企划，我都很紧张。对，请大家包涵一下。已经1000了，真假的？已经1000了，哇！那只好那个啦，该去啦。好，然后呢，我来看一下聊天室，来跟大家打招呼好了。刚刚开始没有跟大家打到招呼，对，那超大叔晚安，还有一坨晚安，还有你对你们来晚安，各有那个薇薇安你好，初见安安，你来学台语了，对啊，如果想打台语但打不出来，不知道怎么打也没关系，反正我也看得懂中文。还有我们的，我好怕漏掉谁哦。对，还有我们的阿莹，阿曼欢迎你来。那个有 Sandra 阿曼欢迎，有六弟出现了，阿曼欢迎，有骨头妹阿曼欢迎。好久没有做这个动仪了，也是这样没有错。我过去阿曼欢迎。今日咱尽量就是来宾若是有法度讲台语的，我就尽量甲因讲台语哈。安若无法度的嘛无勉强，咱就欢喜来访问。小等啊，我真正有咧紧张哦。得了，我白唱歌来填补这个空虚的时间。好啦，那立刻女装出门，真的。爱给你穿较少，聊滴要啥物？穿较少，啥那要穿较少？是讲绿伫迄个女装出门的时阵爱穿较少少，穿裙真正有较寒呢。我嘛是捌穿过的人，所以对，裙真正有较寒。毋过若有滴迄个鸡头章，就真正足热到要死。所以毋管是寒天还是热天，拢有介辛苦的所在。当然你也可以穿裤子啦，女装也可以穿裤子啊，没有说一定要穿裙子才算女装，对不对？我也是有穿过宽裤的穿搭，也是自己觉得蛮好看。跟你讲，哈哈，难怪想说怎么难得比较晚，什么意思？阮就爱做伙穿，做伙出门，无呢，我无要迄个呢，我无要参与呢。再主请欢迎你来。对怎么突然人变多了？你们好啊，我需要自我介绍吗？应该好，感觉今天比较多新朋友怎么好像今天有比较多没见过的朋友出现了？我来跟大家聊聊天，不是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平常在干嘛。我是阿慧恁的网络好厝边啊，我平常都是做一些台语相关的直播，或者不一定啦，但是台语相关的主题比较多一点齁。对，所以如果有介意听台语齁，或者是就是对台语不熟也没关系，但是有愿意多听一点，想多听一点的都可以常常来看我。对，不过我以后可能开台会比较精致化一点，就是台的数量可能会比较少，但是会是比较有用心准备一些台语企划这样子。好我们的下一位那个受访者好像已经准备好被我捕捉了，那我就来跟下一位受访者聊聊天吧。晚安啊，你好啊，很不幸你在路上被我逮到了，可以请你跟大家自我介绍吗？晚安。Hello 啊，我是海阔鱼 V2 文化梅拉，大家晚上好啊。可以问你平常开台都做什么样的主题吗？大部分都是在玩游戏啊，目前少部分会开个歌会啥的，就是看那个喉咙状态如何这样。是那个喉咙好的时候就会开恐怖游戏？没有啦，那是我啦。
哎，喉咙不好也会开恐怖游戏，直接重金属吼腔。哦，真的哦这么厉害啊？你会吼腔哦？不会，哦，直接好，纯靠吼，就是吼，不是吼腔是吼，OK，纯吼，纯吼，技术含量零。好，但全是感情这样子。是，好，那我们来问点正常的问题吧。行，请问你吃玉米片都先倒玉米片还是先倒牛奶？哦，好，这很正常吧？想一想，随机看手上拿到哪一个就倒哪一个，真的假的？真。但我其实比较喜欢泡软软的牛奶片，所以应该是会厚倒牛奶这样子。感觉哦，厚倒牛奶那个玉米片比较会变软软的。虽然身边朋友都说吃软软是邪教，但我很喜欢。而且我们现在2026年，我们要尊重大家那个多元的选择，所以是的。是的，所以吃哦，牛奶吃软软玉米片是正常的啦。不要歧视软软玉米片呢，很好吃哎。软软的玉米片也是玉米片，这样子吗？是，哦，那你吃火锅会加芋头吗？不会，鸡呢？好，太好了。我们那个，哦，我们好像是第一次就是1对1通话，然后看来我们的友情还没有被摧毁，真是太好了。那个好感度大概在20，满分好是多少？感度还没有点到够高。如果满分100的话，现在大概20，这还没有到非常高非常高的状况，还没有哦联动很多次。啊，所以多联动是可以累积好感度这样子。是，但现在我对你好感度是5颗爱心，但是如果熟悉度大概20，哦，好复杂，还有2种系统哦。是，这是哦嘎啦 game，哦，嘎啦 game 是这样玩的。我没什么在玩，所以我也不是很了解。我也没玩过，哈哈，其实那你可以向观众朋友推荐一款游戏吗？推荐一款游戏吗？最近的话，我看一下我的游戏库。好诶、哦，我还蛮推荐那个 Mustache 的一款音乐游戏，好像有听过。中文翻译好像叫做《喵斯快跑》，因为近期蛮喜欢玩音游的。它是我觉得电脑音游里面手感比较好的，就是节拍跟音乐那个键位都有对上，对，蛮喜欢的。哦，所以你还有试过别款比较不满意啊？这好像不能，他这讲会不会得罪人？应该是还好，我之前玩过其他的是欧速，我觉得欧速打击感没有很强，但优点是它的谱很多。对，嗯，欧鼠不是要用电绘版才能玩吗？它有分很多很多模式，然后我习惯是用玩键盘，就是按键盘的那种模式。花哦，式我玩不起来，手太拙了。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哦，好像用那个，它好像用键盘可以变成那个长条式的，是不是？对，啊，它有曾经分就是我也是。一次可以按几个按键这样子。哦，好专业啊。然后我现在大部分时间都是玩4个按键的，更高的键数玩不起来。菜就是菜，哇，说到音游，你有玩过那种那叫什么啊街机吗？就是会出现在街上的。哦有诶，哦，有玩过那个麦麦，中文好像叫舞萌，然还以为后叫洗衣还有什么？机呢，没有啦。哎，对，洗衣机真的，我之前就看到一个图上一堆日本人拍洗衣机，音游人的末路，听起来很不妙。那超好笑看。还有什么？还有那个中二，有一个阶级叫秋逆，然后中文直接翻中二，哈，直接叫中二。就叫中二，还蛮好笑的，哦，就非常好，直翻的一个东西，但我觉得蛮好玩的。嗯，手感的话会类似，手游的话类似世界计划吧。确实，但我记得那个要把手抬起来，对不对？啊，对，对，还它那蛮好玩。空中图面就比较难理解。嗯，哇，好久没有玩了，主要是因为那个好花钱，没有钱，对，好贵，好贵。我还是玩好世界贵一双计划30块。就好了，不用付钱。对啊，玩世界计划跟少女乐团派对，好玩，免费，哦，原来是少女乐团派对啊！两个都有玩。虽然手游的音游也玩很多，因为不用钱，快乐。非常合理。那你觉得钱买得到快乐吗？钱买到快乐吗？嗯，
我觉得应该可以吧。看我的快乐很好满足我只要吃个甜点啥就满足快乐。哦，你都吃什么甜点可以推荐一下吗？我很喜欢吃那个全联或是全家卖的那个千层蛋糕，那个稍微冷冻一下之后很好吃，它中间的奶油会有点冰淇淋的感觉，非常喜欢。哦，哇，说到冰淇淋，请问你最喜欢的冰淇淋口味是什么呢？冰淇淋口味吗？麒麟草酥吧，就是那个里面会有那个 Oreo 碎片的那种，但我觉得那个超级好吃。还有抹茶，就一个是哦，很甜，然后一个是甜中带一点点苦的感觉，我觉得大人的这两个蛮味道。调和的。对啊，这两个蛮调和的，很优质。原来，那你吃冰淇淋都用甜筒还是杯子呢？甜筒还是杯？甜筒，of course 是甜筒，虽然会一直糊到手，但是有饼干可以吃，那个口感很赞。而且我很喜欢那个脆饼的杯子，是不是会有那种怎么说酥我知道，酥饼的杯子跟那个脆有一种是饼的杯子？你最喜欢脆饼的？保利龙口感好，对，保利龙，但是廉价它这的，个超级好笑。非常没对，礼貌。保利龙，说不定有人特别喜欢保利龙口味啊，不是，哎就是对呦喂，我身边蛮多人喜欢那个的，对，我们要尊但我重，我们真的觉得那个很要尊重。保利龙。我觉得那个不油，如果那你喜欢是那个的话，我会选择用杯子，我宁可用杯子，宁可吃杯子是吗？宁可吃杯子。是的。知道。好，我是突然想到有些比较豪华的，就是冰淇淋，可能已经变圣代或是那个 buffet，是叫 buffet 吗？就是上面可能还会加一些额外饼干，就是不是只有甜筒，它还在上面插饼干的，这样你会更喜欢吗？会，绝对会。之前有哦，吃过那个插茶饼的，我觉得就是插茶饼的超级好吃，或是一哇，般插脆梨酥的，我也觉得很赞。不只是普通饼干诶，茶饼听起来突然超高级的，是怎样？之前去那个叫什么公园眼科吃的，还有很多很炫泡的饼干，还有什么凤梨酥之类的，在台中，非常推哦，荐大家去吃吃看。我好像去过一次，确实就是它可以加，我记得它可以加的料还蛮多，蛮炫的耶。像对对对，你刚刚说凤梨酥就很特别还有果干吧，我近期去还有吃到果干，哦，我是蛮还有就是久以前季节性会换，啊，原来，嗯，原来，非常之好吃。请问你会看 BL 吗？会，我会。那你都看什么类型的呢？哎，我其实什么都吃，哎，什么都杂食是性吧，那就看朋友推我什么我就看什么。真的假的？所以人外你也吃，嗯，人外要看，抱歉，会挑种族是吗？人外要看是什么动物吧。好，那你知道什么是？如果是你先我之前看到那种什么有鳞片类，那个我也觉得还不错，蜥蜴类的，哦，蜥蜴类的会但我觉得蜥蜴生蛋，类，那蜥蜴男主真的很他妈帅，这必须得说，蜥蜴男主真的很帅。龙类吧，龙或蜥蜴的，对。请问你觉得蜥蜴人是真实存在的吗？他才刚把我推特阻掉，我不敢多说什么。但你说他很帅，他应该要开心点。很帅的把我的推特阻掉了，干！这就是那个吗？霸道总裁吗？霸道总裁阻我推特吗？难看，作者求停更。好，那你知道什么是 ABO 吗？哎，因为我知道一点点。我之前还一直问我朋友说，你们到底在看什么血型？问得好，谢谢。你们在看什么血型？然后我后来才知道，哦，原来那个什么阿法、贝塔、欧米伽。对，我的观众好像很谢谢谢。喜欢哦。我真的一直以为他们在看什么血型小将，我还想说，哇，血型小将现在流行回来哦。我想说，要的话也是血型拟人吧？那好像也，血型小将是一种血型拟人吗？哎，好像算了，我靠，是工作细胞的起源。哇哇，其实总觉得某种程度上，什么显性隐性基因就可以有那个攻受的感觉。前几天还看到一个人家说什么体内器官的恋爱小说还啥的，什么肝脏爱上了胆。肝脏爱上的胆是怎样？到时候如果他们什么每个器官处在一起，直接肝肠寸断。
谢谢大家，好会创作。哦，那就谢谢喽。你会看嗯 GL 吗？，GL，哎会，就是都吃，真的。哦，真的都吃。嗯，嗯，之前有看到一个很推的是那个叫什么？我在意的在意的男孩子，在意的人不是男孩子，对，好像有听过，好像有听过。就是封面跟大部分美术通常都用绿色那个，我知道，这是但用绿，绿色女童书，是叫这个吗？啊，对对对对，绿绿女童，是对，是是，绿绿女童。嗯，我一直那还没看。个很好看，那个它那个都是短片短片的，而且它其实我觉得它女童的要素没有吃到很重，但是它可以中后期才会开始变重，所以如果想要入坑具有的话，可以看那个，啊，你是说想要让还别人入坑蛮推的，的话，先不要告对啊，诉他是女童？对，对，因为那可以这样。个因为某一方的女主真的长得很帅，必须得说。好好，我蛮喜欢看帅帅的女童，那我真的是该去好好看一下。直接学穿搭，好诶，好诶，好诶，好真的就是那种流行地带看到古着系女生哦，爱死！哇，感觉不缺钱呢，是个是个资讯。好，没哎，事。对，古着超贵的，突然想到，对啊，古着超，对，古着超贵古着超贵，哦。动不动2000起跳，真的要发疯。哦，说到衣服，你有没有嘿，什么舍不得丢掉，但是根本就不会穿的衣服？什么叫哦，有一个那个就是那种军徽的那种防风外套，哦，因为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就是军徽类型的衣服，但是就是家里的长辈还蛮喜欢买那种衣服给我的，然后重点是那个长辈之前过世了。然后我就觉得这很有纪念价值，但我根本不会想要穿，所以我还是留着。对，啊，确实诶，这个一定会舍不得丢诶。对啊，嗯，就觉得还是留着，看着就怀念确实一下，我们怀念他。也太 chill 了。诶，如果你现在中乐透的话，你会想做什么？的头奖中之类的。了手了吗？头奖哦，我觉得我想要先把我现在想要的小东西买一买，然后直接存银行，然后就开始等它利息，然后接下来人生 online 这边挂机游戏。那你还会当 VTuber 吗？会啊，因为我当 VTuber 一直都不是拿来赚钱，我就觉得认识大家很好玩，哦，原来如此。纯拿来交朋友。诶，那我很好奇，如果不考虑任何的阻碍的话，你有没有想要嗯，跟谁联动啊？不考虑任何阻碍的话，我可以直接爆冷，李李林、森森铃兰。哦，他应该算是我入坑台 V 的第一个 VTuber 吧？对，好像我觉得可能大家就是如果有曾经怎么说，曾经是有自己的主推，然后入坑，然后自己出道当 V 的话，应该都会很想跟自己的主推联动吧？是真的就是当 V 的过程也是一个追星的过程吧？我觉得嗯，那你有试过邀请人家了吗？还没完全没有，我觉得一定是邀不到。我就就是我想要先再增进自己一下，主要是我觉得自己的能力还不够到可以跟那种比较大咖的合作，哦，而且我其实觉得现在可以跟你合作，我也觉得很荣幸，真的，太夸张了，我也不是什么。因为我因为我真的觉得你的这个街坊其实也很厉害，对，可以邀请到很多很谢谢多人。谢谢啊，没有啊，我的秘诀其实就是狂邀，就这样。对，哦，你说邀到中为止，我也有很想邀，但是拒绝我的人就也不少。哦，对，是的，是的，我觉得不知道哎，但也对啦，有时候确实会想要增进一下自己再去邀，我觉得也有道理。嗯，如果因为我觉得自己能力不够，然后邀了之后，反而让整个联动变得有点残念的话，那样子反而更糟糕，反而就是让自己能力更进步之后再去邀，我觉得比较好。我是这样想的。确实还是准备到就是自己也满意再去邀，好像真的比较好。你有上过公车广告吗？公司没有啊，你你说那种会想吗？就是什么生日，然后那个初配信，那种那种2.0配的对，信之类的吗？也那种的蛮想的真的哦。
对，蛮想试试看的。但路人看到大几率就会说这谁？对，不是，这也是一种宣传吧？就如果真的想说这谁，然后去找出答案的话，哦，对耶，我是没有想到这个，我只是那想到可能路人都会觉得这到底是谁？就确咋？实，怎么又来了一个没看过的？我自己就也很常，怎么说呢？看到也不一定是 VTuber 啊，可能是一些就是真人的明星，然后就是在路上看到他们的就是生日，那叫什么生日祝贺的公车哦或是灯箱，我也会想说，这谁？对，毕竟哦，这个我也是，之前去西门跟中山的时候有看到那种什么的明星的，我也会去查一下，就会好奇，主要还是会好奇。真的会好奇去查一下吼。对啊，那这种时候看到什么动画类型的宣传，我也会去查。哦，动画类型的动画的也是买就是灯箱广告或公车广告啊。对啊，像之前什么《咒术回战》或是我印，不是会在那种西门那个海报街直接贴一整条，哦，但那个是比较知名案例啦，也有一些比较那个什么，就是不那么热门的动画，也会贴那种灯箱啊，然后那时候就会去查，就觉得画风蛮戳我，然后就去看看这样子。原来，所以其实公车广告也算那个啦，也算一种宣传嘛。对啊，那你会想上时代广场的大荧幕吗？我是说美国那个时代广场。哇塞，这我当时完全没想过哎，哎，我甚至不知道时代广场那大荧幕大概多大欸，我只知道那个很大，但是我完全不知道它实际大概长怎样，我也不知道认真没看过它的照片。不知道到多大我也才有办法上那个。哎、对啊，目前那个东西是有 VTuber 有记录上过的吗？我不确定我有点不确欧定。美之类的，感觉如果是像什么 Nero Sama 这些很大牌的，对啊，或是 Hololive 那么大的，感觉就有机会呢。我感觉有可能吧。对啊，完全有可能啊。我们的嘎乌古拉之类的，哦，现在不是嘎乌古了。什么现在也不能这样讲。没事没事没事。VTuber 礼仪还是姑且遵守一下。哦，no，抱歉。对，好唐突哦，我又变说教男了，我很抱歉。那个，没事没事。哎、但我自己没想太多，抱歉。没有啦，我自己想太少，抱歉。没，不是，怎么变那个道歉比赛？怎么会这样？现在前空翻2圈土下座，哦，你有这种功能哦，没有，但是我会前空翻，因为以前有学过体操，好酷哦，好酷哦。然后学到后来筋边太硬，然后有时候伸展都伸展不下去，后来就放弃了，太痛了。土下座应该是不用学过体操也做得到哦。是有但心还是要脚就可以折叠啊。如果有人脚太硬的话，应该是折叠不起来的。那是很硬好，你有什么东西从小到大吃不腻的吗？吃不腻的马铃薯，and 马铃薯有任何制品吧？哇，我们是朋友，太好了，马铃薯好吃，真的，我以前马铃薯超赞。以前小时候说在国小吧，超喜欢吃有一阵子超喜欢吃马铃薯，基本上可以3餐都吃马铃薯，就马铃薯配个 random 的东西，然后就可以凑完我的3餐。真的假的？因为那时候在夜市吃到起司马铃薯，然后突然迷恋上马铃薯。哦，好合理，好合理。哇，之前我还很穷的，现在也还是很穷，但是之前我有一阵子是不是马铃薯配一个 random 的东西，就是真的只有马铃薯，就是只吃马铃薯，然后就也可以活。虽然淀粉吃太多了，哎，我觉得马铃薯配那种什么调味料之类，就是撒一些调味粉也很好吃。这可能撒什么胡椒粉啊，然后什么七味粉之类，然后那个拌成薯泥，我也觉得超好吃。哦，七味但就粉我倒是很满足没听过。我拌过七味粉，然后什么蒜味胡椒粉，然后还有什么白胡椒粉，我觉得蛮适合的。哦，简简单单，对啊，简简单单就很好吃。它就是一个很百搭的东西。就我所知，欧洲算家常的做法，就是欧洲某些地方的家常做法也很简单，就是马铃薯加奶油，然后加牛奶，然后就很香了，就这样。哦，我会加一块奶油，我觉得那个超好吃。放一块奶油在上面让它融化进去，对，那我觉得很赞，然后就把它压烂，搅在一起，超强。对，超赞。简易薯泥的概念，没错，神，真的神。有时候真的平凡就是幸福。
那你会挑食吗？你有没有什么绝对不吃的东西？水果，水果我是挑食怪，我水果只吃苹果。啊？那你觉得番茄是蔬菜还是水果？我觉得两个都算哎，半番茄，不对啊，半水果半蔬菜吧。所以你不吃番茄我不吃番茄，我是超级挑食怪。哦我记得我很久以前是会吃水果的，可能幼稚园的时候吧，就是那时候营养午餐不是发水果嘛，哦，好像我好记得那个我都像是有，还会吃。对，但是长大到国小吧，我就开始不吃水果，不知道为什么。我是有听说过，我有一个国小同学，他幼稚园的时候很爱吃猪肝，然后他到小学就突然超恨猪肝，就不知道是怎样。黑丹猪可能是他意识到那个粉粉的口感，有可能他意识到哦那个是猪的哪个部位。哦，小时候味觉还就是不知道那是什么。对，或者是我觉得他知道那个是猪的哪个部位之后会变得不敢吃。哎、真的像以会耶前我很喜欢吃那个猪的脚的最底下，我不知道那块叫什么，哦，反正就是那边猪皮很多，然后油也很多。但我以前嗯很喜欢吃那个，因为我加 QQ 的。那嗯，后来我看到那个老板直接在我面前切给我看，干，从此我吓到。知道了就不敢吃了。这一次我妈妈说我可以煮给你一大堆哦，然后我就说好好好，我也跟着看的话，就在我面前拿起大剁刀开始剁，我直接怕烂，生命教育。从此心理阴影 max。哎、那你觉得你吃过最特别的东西是什么？吃过最特别的东西哦，嗯，那个吧，火腿吧，火就那种腿现切的火腿，对，因为它整个猪脚看起来都已经烂掉，但是它是可以切一片很好吃的火腿下来，我觉得他妈不可思议。哦，你说外面看起来烂烂的，但是就是切开来，对啊，然后里面是那是很高级的吧？对啊，很久很久以前去吃的，哦，我是没就吃过那吃过啦。一次。嗯，但它外面看起来就真的是已经，我觉得是腐烂那种等级，有点发霉的样子，但是里面超级好吃，就觉得不可思议。好酷哦。那你有吃过蓝起但是司吗？蓝起司有闻过，但不敢吃，我也是，闻起来很像就是脚上口下来的。很臭，真的很臭，蓝起司真的超级臭，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发霉味道真的无法接受。它好像确实是霉菌诶。对，它好像是特别养霉菌，然后丢进去，对对对，特定种类的霉菌。我觉得好可怕，我真的不敢吃。就算有，你今天摆一整盘在那边，你付钱给我都不一定会吃。哦，真的吗？不一定，就是要看付多少钱，对不对？是我刚才没想到不会吃，但我想到有可能他真的给的很多。你那要出多少？那先不要说死，你要出多少？那话先别说死。好啊，哎，你是海蛞蝓对不对？是是是，那你喜欢下雨天吗？嗯，看礼拜几下雨。哈，如果他礼拜一给我下雨，我真的会，我我谢谢你我真的谢谢你老天爷。但他如果是可能6日下那种毛毛雨，我喜欢，我还蛮喜欢下雨的时候出去散步的，你也喜因为雨欢淋雨哦？声走路蛮舒服的。你也喜欢淋雨是不是？哎，一点点，看我就是国小会那种不撑伞然后直接走回家那种怪小人。哦哦，好，好，我现在开始好奇，我等一下每个人都问一问，看就是今天到底有几个人喜欢淋雨。好，哎，结果不知不觉我们好像也时间也差不多哎。那最后想要问一个真的哦，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看最近有什么请说。想宣传的吗？哦，有，就是我的推特，我推特现在有一个小抽奖活动，对，有一个抽奖活动，欢迎大家来参加，可以留自己的人设或是留自己推的人设，然后帮我就是转贴一下这样子，嗯，没就这样。问题。是那个马布偶吗？没错，我的小马布偶哎，那那个个模板，超可爱。对，就是前几天帕梅拉就是画了小马布偶的货色，它现在出现在我的手表上以及我的 Discord 大头贴，真的太可爱了。请我先大家，送给我很想送的朋朋们。诶，太好了，我真的太荣幸了，哎，是真的好可爱，请大家务必去捧场一下，感谢啦，感感谢你的感推，谢，是我的荣幸。好，对，那我们就准备去找下一位受访者喽。来吧。
那再次感谢大家拜拜，大家拜拜。哎，不是，我还没有跟大家拜拜，帕梅拉拜拜，直接关台，没有啦。好，拜拜。拜拜。哦，好好笑。好，那来看一下，刚刚是不是还有人加入没有打到招呼啊？马自力有是不是还没跟你打到招呼？马自力晚安，欢迎你来。还有血关阿芒，晚安，欢迎你来。没有，还没有要关台，还有其他朋友要来玩，我还不能，对，然后我是应该喝点水啊，我就讲好多话哦，然后我再来继续找我们的下一位朋友，我们今天是不是聊天室延迟比较久啊？怎么会这样？我怎么感觉比起平常，好像就是我讲话跟那个聊天室回我的那个，就感觉时间差很大是怎样？今天有在转圈圈吗？今天网路是不是有点不妙？怎么会这样？你们有头绪吗？好像有比较久，对不对？我也觉得，感觉好卡哦。好，但因为今天是会有跟很多人通话联动，所以可能就本来回答的速度就会比较慢一点，就会比较像是我们现在这个叫什么？现在这个来宾跟来宾之间的这个空档来跟大家聊天，对，所以可能还好，今天是这个性质的节目，所以影响没有那么大吧，希望是这样 ，hopefully， 希望如此，但愿如此。好，结果我都没喝水，哈哈。好啦，我想一下，我们再要去哪里找人呢？我们要去哪里堵人？好犹豫哦，不知道下一位来宾会出现在什么地方。我看看，刚转了一下，我倒是喝，好啦，我喝啊，我就很怕你们无聊，我就要陪大家聊天啊，我怕就是我太久没讲话，你们就不爱我了，很怕大家不爱我。看一下，奇怪，好，我喝水，你觉得不喝水，你们也会不爱我？是这样讲的吗？喝水很有趣，不会无聊，什么意思？喝水很有趣。好了，我喝超多的，可是这样我等一下会想上厕所怎么办？我现在才想到这个问题，喝水会想尿尿。好啦，等一下那个有机会再尿尿。想说好了，尿尿也不会无聊，对不对？尿尿也很有趣。哇，帕梅拉，嗨，晚安。刚刚好像才跟你聊天，简单什么意思？你要我开尿尿 ASMR 吗？想太多，吃较饱的，无这种服务，不要乱来，好不好？一次把2个来宾都叫起来，叫他们自己聊天最好啦，太有人安呢啦，叫他们互相访问哦。没事，多喝水有事，因为多喝水就会想上厕所。武力呢？你这样讲有道理。没关系，我等一下还可以吃喉糖 ，OK 的。这时候把台端走了，不要啦！我知道我没缴税，但是可以不要这样对我吗？我又没有收入，我要缴什么税？8点54分，阿慧要出尿尿 ASMR 吗？没有，别乱讲，我被出这。成熟的来宾会自己聊天，成熟的聊天室也会自己聊天。我们很快就会进展到那个成熟的聊天室会自己开台了，我好期待。这税有点重这已经不是税了吧？这已经是国家介入你的财产，把你对，是的。你们吃晚餐了没？好唐突。每次不知道聊天要聊什么，就会关心大家吃饭了没。天哪！
想想啊，我们下一位来宾，哇，下一位来宾也是很久不见嘞，是谁嘞？你们猜猜是谁？太好了，我很会找事情给你们做。等一下，我不知道要干嘛，就请大家猜猜来宾是谁，太好了。好，那看来我们可以去下一个地方赌下一位来宾了。好，那我们唐突，我还在偷听你那个，我不知道那个要干什么，来讲点什么东西跟大家说。啊？什么？你不知道要做什么？我还在30秒前的你。啊！哇，30秒，那今天延迟是真的很久哎。没有，纯粹是我一个不小心按到暂停了，然后我没有发现而已。哦，哈哈。你好啊，天仙宝宝说你好，火蛇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嗨，大家好，我是火蛇，我是会记点点网络和出兵。不是，你才是来宾吧？对吼，对吼，那个你可以跟大家自我介绍吗？好的，各位关宝箱关门的女王，宝箱中最闪耀的宝石塞菲尔索菲亚，请大家多多指教。各位关，大家晚上好，嗨，欢迎给塞菲尔投个200万，我们宝箱怪的国库有点缺。你看那个火蛇没有缴税，我们甚至没有给他发社会补助，因为我们国库也没有东西可以补助这一些人，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税金的基本义务。这个消弭贫富差距的部分我们做不到，因为都在贫。均贫。不是均富，是均贫。你连自己都补助不了了吧？真的，我的国库为什么国库一天一天的消失了？真的好可怕。你是有乱买东西吗？没有啊，我就想说最近新年了，想要委托一点 Q 版的皮啊，想要委托一点这个可爱的东西啊。这个马年了，你看前面帕梅拉要推出了那个什么抽奖的东西啊，是不是就会想着好像抽不到，那是不是应该花点钱？是吧？难怪国库一天一天的空虚了，真的是整个消失他就跟被萨诺斯弹了手指一样不见。哇，每次都是一半在消失的这样子。真的他这样一半消失，一半消失，一半消失，会不会哪一天就是变成夸克？原来钱也是有半衰期的吗？哇，太棒了！太棒了吗？哪里棒啊？这样很好啊！你想想看，你放在某些地方的钱，它就会因为半衰期慢慢的降低钱的半衰期是不是叫通货膨胀？我是没有研究啦，那你觉得钱买得到快乐吗？我觉得钱这个很难说如果我有钱，我也是想买看快乐的，但我没有钱，所以我不知道钱买不买得到快乐。我需要那个实际的作为才可以证实这一句话。欢迎大家给塞菲尔钱，塞菲尔会试试看能不能买快乐的，成果再跟你们说。可以。你已经知道可以了是吗？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我没有实际的做过，我不能说可以或不可以。要是最后买不到了，我还是会跟你们说不可以。这还蛮有实验精神的耶。是不是应该要先做做看，才能够确定这个会不会有啊？就跟有一天你开车出去外面，然后你想说不知道这个停车场现在还有没有位置，我等一下去会不会客满，所以你打电话给了停车场，停车场的人跟你说现在还有位置，但不保证等一下会有位置。你就不可以一直问他说那等一下到底会不会有位置这件事情，因为他不知道，你不知道，他不知道。好，等一下真的会打去给停车场问哦？我不知道。好，我没有做过。你确定？听起来很像，我不晓得。我没有做过。当我看着别人做过，然后我就看着他在那边
跟那个停车场的人员聊了3分钟的，所以等一下到底会不会有位置？可以这样哦，他只是想找人聊天吧？我觉得他好可怜，什么意思？好可怜哦，要这样子去烦人家，然后跟人才有人可以跟他聊天。然后对面的人也很可怜，他领少少的薪水，就要被迫听这个3分钟浪费他生命的行为，哦，就会觉得大家活得都挺艰难的。是没错啊。那如果你现在中乐透的话，你会想做什么？我想出3D，你要开演唱会啊？做不到，但我想出3D，没什么，就是想摆着，就跟我所有买下来的 Steam 游戏一样，我就是想买着，就放着，总有一天我会玩的，总有一天。好，如果还有钱，我想买小岛，总有一天我会去管理那个小岛的，总有一天。国库都这么空虚了，就不要想小岛了吧？我想买小岛你可能买小岛秀夫的游戏比较实在。啊，可是那个沙盒类型的游戏好难玩呢。我是一个塞菲尔没有什么创造力，我能做出一些大家普遍尝试会做的事情，哦，像什么呢？所以我玩麦块就玩得很逊。我觉得我玩麦块没什么好看的，所以我不常直播。应该说以前直播过1-2次就没有再直播了。我会想着，那我要造一间大房子，然后大概铺了3块方块。好，今天就到这里吧。太好，3块嘛。 3块很多欸，你要先去敲那个树，然后想着我想要粉粉的大房子，所以我要去找樱花木。我要去找樱花木，就想说都要找那个樱花林的，那我为什么不顺便找一下村庄呢？找了一下村庄后，又觉得可是村民要是被打了会很可怜，我是不是要保护这些村民？很累，好累哦，对啊，我也觉得玩麦块好累哦。好累哦。那你会看自己的直播回放吗？有时候会，有时候不会，但我是跳着看的，就是我会跳着看，想说这一个部分我那个时候有做点什么吗之类的。哦，你说的做点什么是指？像是有的时候我会玩那个动作类型的游戏，然后会想说这一边我在打这个 boss， 那我好像可以把这个打赢 boss 的这一场剪下来，让大家脑海里面只剩下塞菲尔很帅气的打败 boss 的场景，来覆盖他们那个塞菲尔前面死了200次的印象。哦，简单来说，你在找自己的片段，然后这是为了一些洗脑用途。对啊，多好啊！哦，我希望观众们都很好洗脑，就是可以被塞菲尔说个2句说哈，人家想要200万，可不可以汇给塞菲尔？拜托嘛，然后就会给塞菲尔200万这样。这个我也蛮想要的。我想要这个观众，可是感觉他在被塞菲尔这个可好想要200万哦，之前他的全身家当就会被骗光了，有点可怜。啊，你有在乎这个吗？你就是有的时候那个嘴巴上说的很残忍，但那个心里有点那个痛痛的，就是那个得了便宜还想卖乖一下的心，那个哦，所以你其实是会关心观众的，一点点。一点点。你有把观众当朋友吗？没有呢，我觉得观众就是观众，我不太想要那个把界限弄得太模糊。毕竟下播之后你是你，我是我。那你觉得观众可以跟 VTuber 交往吗？人家的行为，人家的事。塞菲尔家是塞菲尔家，别人家是别人家，别人家觉得可以，那是可以。塞菲尔家觉得不要啦，原来如此。不要啦，塞菲尔做错了什么？什么意思？塞菲尔做错了什么？观众又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互相残害？哇，
那你会养嘎奇粉吗？之前有观众传给我一个推特上面推荐说，有会养嘎的女 B 可以端上来看看吗？他们就说塞菲尔，你传一下你的频道到这边，我就OK。我下一秒问那个观众是，请问这个养嘎的部分他会给我200万吗？结果都是为了钱。观众说看情况吧。我现在还在等着那个被养的可以给塞菲尔200万的那个，还在等。好，加油。你觉得你比较像火还是水？水蒸气。为什么呢？不知道，我只是想要在 yes 跟 no 的问题之间选那个偶尔。那你讲讲，就是为什么是水蒸气？请你圆一下。我不能说我就是想要让你觉得很难接话，让你觉得街访好难做这样不行吗？那是不可能的，我已经访问超过100个人了，我现在是那个很熟练的。你现在你是访问大师。对，我那个快要解锁那个黄金造型，就有一个整只金色的橙火蛇，好恶哦。你哪天就会因为放人家鸽子变成金色的鸽子吗？真的可以变成金色的那个。金色的鸽子是什么？之前看过一个迷因，它是一个那个金色的鸽子，就有人把一只鸽子 P 成金色的样子，然后说那个他放鸟别人太多次了，他解锁了黄金造型，就跟你访问了别人太多次解锁黄金造型一样。原来如此。好。请问你会觉得一个人吃饭很孤单吗？不会，我超喜欢一个人吃饭，因为我觉得那个吃东西的样子被人家看到很羞耻真的假的？很羞耻就是那个你嘴巴张开，然后再咬东西，然后你喝个饮料在那边抬头，就是我觉得吃东西是一个很没有防备的时候，就是但家人的话应该还好。家人的话还好，家人的话就是从小看到大，没有什么概念。可是如果是外面那种聚餐之类的，我就会没有人在看好。好，再接着你刚刚说什么？这倒是我好像还没有听过，就是会觉得就是吃饭是很没有防备。不过有道理，毕竟是皇族嘛，就是吃饭被下毒，感觉也是会发生的。而且那个不是有些人会说，有些人吃饭吃得很香，看他吃饭会很开心吗？有塞菲尔会觉得那个塞菲尔吃相可能不是很好看，你知道宝箱怪大多都一口吞的，所以这是真的，我也是宝箱怪，我可以证明，我吃一个便当大概10分钟。就是那个一口吞的那个吃相就会让人家，我怕给人家不好的印象。一口吞哦。那你觉得你吃过最特别的东西是什么？吃过最特别的东西，完了，塞菲尔没有那个吃过很特别的东西耶，因为塞菲尔是不会去尝试没有吃过的东西的。冒险者。冒险者那个是大家都在吃的啊，那个跟口粮没有什么差别。我没有吃过哦。你看，这个就是那个偏远迷宫跟那个平常会有许多冒险者来的迷宫的差距。我们平常就要面对一些不想面对的东西。所以是吃到不想吃。真的。那你有吃过青蛙吗？你说田鸡吗？对啊，水鸡？水鸡啊。水鸡，没有。可能有吃过，但是可能会是在塞菲尔不知道的情况下吃过。知道的话就不会吃了。知道就不会去碰它了。你有什么不敢让人知道的搜寻记录？不敢让人家知道的搜寻记录，我想想如何在不被警察抓到的情况下，那个打恶作剧电话报警？认真？
没有，我那个时候只是想要出一些很麻烦的题目去问那个 Google， 看 Google 会怎么回我而已。哦，这样子吼，是吼。年纪很小的时候想说，哇，我来问一点那个根本性上做不到的问题。你想要挑战他？我想要挑战 Google。好，这还蛮意外的，还蛮合理的。他有给你答案吗？没有。他说那个，请尝试其他关键词，这样。哦，他直接不准你问这个问题。他直接跟我说，你尝试看看其他关键词。他看不懂我给他传什么问题。所以你说的 Google 是那个 AI 还是 Google 啊 ？Google 就是 Google 助理。完了，塞菲尔是那个老人家就是人家跟我说 Google， 我会说就是你网页点开的那个 Google 啊。哦，那应该是我的问题，我检讨。好，好，那个，你的观众会帮你委托东西吗？有，好开心哎！我每次收到观众帮我委托的什么头贴啊，什么小贴图啊，都会好开心。你比较喜欢？我会偷偷的创一个资料夹，把它存起来。我也会耶。主要是要用的时候很好找。对，会写一个那个谁委托的，然后那个会师，然后创一个资料夹。你比较喜欢收到观众帮你委的东西，还是直接收钱？我都很喜欢我觉得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心态。这种感觉就好像是问人家说，你比较喜欢直接收到红包，还是直接收到这个价值2万可以自己做出冰块的制冰机兼冰箱？我应该都会很开心。为什么听起来很像你有一个具体很想要人家送你的礼物啊？我真的好想要会自己做冰块的冰箱哦。好好哦，人家家都有，就塞菲尔家没有。那不是高级的冰箱才有吗？对呀，好好哦，人家其他小朋友家里都有，就塞菲尔家没有。要是观众可以送塞菲尔一个这样子的冰箱，该有多好啊！有人说那不就是冷冻库？不是，有一种很贵的，它会自己出冰块。对，不一样。对，冷冻库不一样，不是那个我们要自己拿水倒进去冷冻库让它冰，不是那一种，是那个按掉钮就会有冰块掉下来的那个。那个是高级的冷冻库。那个很高级的。哦，也是要加水在盒子里哦。那感觉不一样嘛？感觉问题。感觉不一样吧？比起那个我们按钮就会有冰块掉下来，反正那个加水可以加其他人去下，对我而言就跟不用加水，它自己就会掉冰块下来一样。那有没有可能整个冷冻库的冰块都叫别人去弄，对你来说其实就是一样的？不行啊，他们会忘记啊。不过还有一种制冰机是不用自己在盒子加水的，就是那种商业用的，它就真的会自己制冰哦。好想要有10万哦。结果这个时候不要想要直接拿钱吗？直接想要钱了。对，你给我10万，我自己去慢慢弄那个盒子也可以。给我10万，我自己去拨一点点钱买那一个需要加水的那个按钮会掉冰块的冰箱，剩下我自己花掉也可以。可以的。确实。你觉得洗澡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得到灵感吗？我不太会。是不太得到灵感，还是不太会洗澡？洗澡的时候会放空。塞菲尔会洗澡。对，塞菲尔会洗澡。好。明明感觉是一个很常识的话，却好像要特别备注出来，这就是那个吗？大家都习惯了 VTuber 不会洗澡的部分，所以要特别声明。对，要特别那个改变一下大家的印象哈。特别声明，塞菲尔每天都会洗澡哦。并没有要走那一个什么邋遢的那个路线，没有要走那边。
姑且还是女王。人家姑且是女王，姑且还是有在迷宫工作的女王，这个基本的社会化。女王是塞菲尔不是会洗澡的时候用牛都奶洗放孔欸澡还是怎样？哇，那个好贵呢。国库太空虚了。但塞菲尔以前很喜欢玩那个泡泡浴，我会在那个浴缸里面就是装满泡泡，就觉得整个浴室香香的，很开心。感觉很梦幻耶。对呀、整个都泡泡。然后用没几次就被宝箱怪前皇后，就是塞菲尔妈妈骂了。她说不可以这样浪费沐浴乳，果然是国库太空虚了吗？说不可以这样浪费沐浴乳跟浪费水。堂堂女王连沐浴乳都不能浪费。我就不懂了，那个那么一大罐，多用洗一次，按个6-7下有什么问题吗？没关系吧？通常不是1-2下吗？你这样就是用3倍的速度把它用掉。可是那个很大一罐啊。重点是，反正也不是你在买，对不对？对呀、好，太好了，好诚实。你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吗？塞菲尔一直都觉得我是福星笼罩的宝箱怪。真的没事就中个乐透。每次出门要过马路的时候，那个灯就会从红灯突然变绿灯。这倒是蛮不错的。所以走的他超型无助的。那你有没有什么？然后那个你说。什么？没事，你先说，你先说。你先说。好，那你有什么奇怪的小迷信或小仪式吗？塞菲尔觉得相片会吸灵魂，所以不喜欢拍照。就是我不喜欢整个脸的拍照。半张脸可以。就是有戴口罩的情况下 OK。所以塞菲尔之前一起那个人家拍照的时候，都不用想借口说不要脱口罩，会觉得很开心。所以就是会去拍讨厌的人，把他的灵魂吸掉。也不会耶，也不会。我觉得特别抗拒就是拍照这件事而已。哇，这很酷耶。我好像有一个有点类似的，就是我会觉得那个剪照片这件事情感觉有点怪怪的。你是说剪那个已经拍下来的自己的照片或别人的照片？那个不是分手后的才会做的事情吗？就是感觉毛毛的，好像对，有点不太好的感觉。意外的有共通点耶，蛮意外的。太好了，大家对于照片都有一点自己的想法。都有一点莫名的怕怕。怕怕。好，那我们时间好像也又过得很快耶。想要问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女王最近有什么想要宣传的吗？宣传的吗？塞菲尔等一下睡前要去开统整大会，会跟大家一起看塞菲尔之前12月的一些直播的东西，看一下塞菲尔哪天开了哪些台，然后一起看图奇的后台的那个社群的统整，然后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1月塞菲尔预计要做哪些事，大家画一点大饼，然后就去睡觉。你是每个月都会统整一次每个月月初。好认真哦，不愧是认真工作的女王。就是塞菲尔勤劳又有生产力，该给个200万吧。对，有200万的话可以给他哦。也可以给火蛇啊，我相信火蛇一定会那个想说啊，这个200万是因为塞菲尔在我的台上一直喊着200万，所以有人给我的。根据11奉献的原则，我应该要给他个20万。我相信火蛇会这么想的。如果有人给我200万的话，我一定会给塞菲尔20块的，请不用担心。20万吧，单位怪怪的。我数学不好。说好的11奉献呢？你有10份就应该要给塞菲尔1份啊。宝箱怪义务教育没有教数学啊。没有吧？什么居然一起有？好像没有。那就对了。
啊，没有吧？这个东西都是大家自学的，宝箱怪很聪明的，这个不用教，就自己会高等数学了。啊，没有哦，我不信不会哦，等会没有哦。观众去考那个火神微积分，他答不出来，就代表他那个给宝箱怪蒙羞。哎，女王不是应该以身作则吗？大家可以拿工程数学或者是晚安傅立叶变换去问她哦。晚安。晚安，那我们就恭送女王。对，那等一下我要想赶快去做那个通证大会的图了，还没好的做出来。原来是番茄酱工作法。那请大家就是对，请大家想去看同整大会的话，等一下去看啊。那我们就准备去。就是火车这边下面一位也可以比塞菲尔有梗一点，你看，就不要像塞菲尔一样一直打断人家说话，然后要结尾了还不让人家结尾，好死赖活着。他讲的哦，不是我讲的。有没有在这里好死赖活着？我就看谁敢把塞菲尔踹下去。那既然大家都不敢的话，那就只好由我来动手喽。再见了，在这个世界不是你先挂就是我先挂，现在火蛇先挂了塞菲尔，下一次就是他先挂了。你说的有道理，这只是普通的不中而已吧。好，再见了，再见了，女再王。见了，火蛇，下次见。哈哈，我挂电话了。好，我们跟塞菲尔说再见。好啊，什么火蛇可能没差，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好，是不是刚刚有新朋友没有打到招呼啊？对，我看一下，希望我不要漏掉谁。阿玲，早安早安，暗蛮搞早欢迎你来。还有 Pendo 暗蛮欢迎你来，还有呼噜同学暗蛮欢迎你来。大家好啊。好，那么我来看看我们的下一位朋友在哪里。我有认真在考虑是不是要去一下厕所。对，刚真的太豪迈了，喝太多水了，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喝水的时候忘记喝水，会想尿尿？对，太好笑了。好，那不如我就真的去一下洗手间好了。看一下哦，看一下哦。俗话说得好，成熟的聊天是会自己聊天。快去吗？好，大家都叫我快去，这么好，太好了，果然大家都是重主播粉。好好好好好，那我真的去，成熟的聊天室，总不会厕所在5公里外，没遐好啊，没有住那么好的地方，想多了，怎么可能？好，总之我先去。
啊，上个厕所就想念了，算嗑到吗？不要乱嗑，不要乱嗑。哎，宝香怪舌头应该用烤肉酱腌制还是盐巴蒜头就好？不要乱问。孜然什么孜然？不要乱那个。哎，我是不是应该配一下这个？2000 years later， 哎，有像吗？有像吗？我自己觉得好像蛮像的。你们觉得有像吗？有的话，我马上可以剪精华。这是蛮像的。好，再来点 NCG，什么 NCG？ 不知道，什么叫不知道？好 ，nice 哦，谢谢女王的钦点，是叫钦点吗？太感谢了。Later 要有点不耐烦的感觉。我有跟你打过招呼吗？看一下哦，我应该怎么叫你啊？我可以叫你金韵吗？我可以叫你金韵吗？还是我应该？你可以告诉我你希望我怎么叫你？你好啊，你好啊。Later 有点不耐烦的感觉。好，再试一次。2000 years later， 我不知道不耐烦的感觉好像有点难揣摩。好，那等待的时候呢，想想可以跟大家聊什么。回去听2遍很像啊，真的假的？太好了，我可以剪的时候自己比较好，谢谢，很赞吗？好，这真是我的荣幸，从来没有想过会突然要配这个，好好笑。那以后剪片的时候可以自己配，太好了，好赚哦。好，我怎么觉得我又应该喝水？可是如果我又喝水的话，我晚一点又要想上厕所，这不就是变永动机，尿尿永动机？天哪，天哪！好，然后看看我可以啊，是不是偶尔是不是应该开一下什么配音回或是台词回，让你们可以许愿，栩栩如生。好烂哦，偶尔让你们可以许愿，看你们想要我配点什么有趣的，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好像有点久没有开这种了，虽然我应该要吗？真的假的？要吗？因为我平常都还是比较习惯开比较精致的企划嘛。虽然这礼拜有开那个叫什么很普通的杂谈台，对，但好啦，有机会好像可以展现一下我的配音能力嘛，是不是？再去一次就好了，是没错，确实啦，这是排毒，好像是确实是应该要多喝多上，对身体比较好。照道理来说是这样，没错。瞧一下画面啊，请大家等我一下。南桥水晶肥皂，我怎么一直在狂讲烂笑话是怎样啊？陈火车有什么问题？让我看一下啊。How do I？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的来宾会变形啊？处理一下画面啊！你们等我一下。成熟的聊天是会自己聊天，我相信你们，请给我一点时间，谢谢。啊，太久没做这个了，果然偶尔还是会有点紧张啊。等等我啊，你们等等我啊。突然不会用电脑了啊！烂笑话好吗？好，我烂笑话本来就很多，你们不用担心。截取怪怪的，那也许我该换个方法。你们等等我。我该怎么做？哦，好，那我们就这样，然后再这样。等我一下，好那个，好不熟练啊。什么？为什么我们3个不能在一起？别乱讲，又讲这些。
太好了，终于成功获得我们要的画面了。好，那我们就来访问今天的下一位来宾吧。咦，等等我。好，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找我们的下一位来宾了。太好了，太好了，久等啦！耶！瞧画面又瞧很久，我很抱歉。我才抱歉。没事没事没事。对，那个你好，哎，对，突然发现我们会很多种语言，你今天想用哪一种语言呢？何不使用晶晶体？好啊，刚刚好像有人在聊天室问，今天会不会有那个外语的部分呢？你要秀一下吗？可以秀什么？等一下，可以秀什么？我突然要秀，我脑袋会一片空白哎！救命！我觉得还是秀英语好了，主要是其他的我也听不懂。英语哦。I think it's okay to show a little bit of English, but like my brain is kind of blank about what to show right now. How about can you do a self introduction? Yeah, I think it's totally okay. Okay.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Noah. I'm a cover singer. I mainly post my cover on YouTube, and I sometimes stream on Twitch. And you can find me on Twitter and on Plurk. Oh, Yeah. Plurk. Yeah, Plurk. I still don't understand Plurk, so Yeah, that one is a 扑浪。我知道，我是说我没有搞懂它该怎么经营，怎么运作。我想也是。它有那个 karma， 那个我就是不太会用。那个不用特别管它，它就是一个那个叫什么？计算你的账号的活动度的东西。可是那个会影响你的触及之类的吗？还是好像还好，不会，对不对？因为它没有触及率。它的河道是真的最原始，大家最想要的那种。对，确实，它没有演算法这个东西。就是它 Like 的 timeline nothing 就真的是 timeline。对，就跟很久以前那个还是鸟的时候的推特一样。那是蛮久以前。现在那个推特也是啊，改来改去耶。真的。最近又有那个偷 AI， 不是偷 AI 偷人家的图，变得更方便了呢。黄圈勋，这就是你想要的世界吗？他那个我没记错的话，是不是没有很喜欢用 AI 啊？对啊，我个人没有很喜欢。那你有用过吗？好尖锐的问题。以宽阔一点的定义什么是 AI 的话，有。那如果以比较狭义一点定义的话，是没有。我很好奇，你是用过什么样的 AI 服务啊？你们知不知道有一种东西是会有人在 LINE 上面上架机器人，然后让大家用聊天的方式帮他训练机器人的那个东西？好像有听过。我用的是这个。这样，好像算 AI 没错，算 AI 没错。就广义上来说它是，那如果以狭义定义来说，它又不太算是。哦，就是不是大家现在会讲的那种生成式的。对。所以生成式包含 ChatGPT， 你都没有用过。对啊，我还在要求自己不要使用。我很好奇耶，你要求自己不使用的原因是什么？要说的话，主要是那个啦，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
他们训练的那个data 对 data 的来源的部分，因为他们需要那么大量的训练资料，很难真的去确保说每一笔资料都是来自于授权过的内容，这点是难以避免的东西。然后市面上已经上架的那几只大型模型演算法，目前那几只蛮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甚至没有在避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是很公开的，直接在网络上用爬虫爬各种资料这样。哦，就是也不演了，对，完全没在演，我就爬。我就爬，你能拿我怎么样？但我觉得真的好难避免哦。现在很多就是社群媒体的使用条款本身就会要求你一定要授权给他拿去训练 AI， 就真拿他没办法。哎，扑浪世界真烂应该没有。扑浪目前是还没有。好，我们人类的最后一道防线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吗？没有收扑浪的钱，没有要帮他打广告，没有。对，没有要打广告，只是要打广告的话，我会推别的东西。哦，真的哦？你说啊，有打广告的话，就是谁出钱推谁。好，你可以分享一个你的怪癖吗？怪癖啊，有，越怪越好。我有很多怪癖可以分享。那可以都。你想听哪一种方面的？我想听能播的。能播的都是能播的，有一些不能播，但大部分都是能播的。那太好了。有音乐方面的吗？音乐方面的哦，音乐方面的怪癖哦，我不知道算不算。我会把乐器全部都放在那个坐在椅子上摸得到的距离，然后想到就会拿起来用一下。这好像不错我有听说过，就是如果跟我一样买了乐器都不会练的话，最好放在你每天拿得到或是会经过的地方。对，这很重要，这其实蛮重要的。所以你是因为知道这件事情才故意这么做吗？也是怪癖的一部分。好啦，应该算小怪。就知道有这个事情，然后同时也故意把东西放在旁边。好，既然真的是什么都可以问怪癖，那我想问，吃东西也有怪癖吗？有啊。哦，这个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不算特别怪。我有自己带自己的餐具这样，然这好像蛮后正常的。我会因为懒得洗餐具而不使用餐具，直接把盘子拿起来吃，这就很怪了。哈哈。让我猜，所以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吗？就是你会带自己的餐具，因为你不想用店家的餐具，但是你用了自己的餐具又要洗，所以你就直接拿起来吃。没错。你好酷特别好发于当店家提供的餐具是所谓的抛弃式餐具的时候，你就更不想用了。对，你好酷哈哈。哈哈。你会把观众当朋友吗？一半一半。如果他们出现的频率多到让我记得住这个人的话，就会了。原来如此。因为我对记名字非常之没有办法。真的我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才能记住名字，然后再花另一个非常长的时间来把名字跟脸兜在一起。如果是说现实的话，我也是蛮不擅长记人的，倒是，而且我还蛮脸盲的。脸盲哦？我反而是脸看过一次，我下一次一定认得出来。好厉害哦！我看剧也会超级脸盲，然后看一看就，这个人是哪一个角色啊？是谁啊？好懂。对，这没办法。
看剧一定会，因为他们那个妆都会改变，而且现代的化妆都是跟易容术没什么两样。哦，这样说还蛮有道理的。嗯，有人说名字记住了，但是见到脸的时候，就你是那个谁？对。然后这种时候，当他跟我说我是那个某某某的时候，我就会想说，你不是长另一个样子吗？这个名字不是应该长另一个样子吗？还是我记错了呢？所以你是偶尔真的会记错是吗？就是脸跟名字会兜不起来，算是一种记错啦。对，我会记错。嗨，阿叶早安啊！我突然想到，就是那个什么，我好像就是有听欧美的一些创作者，还是什么一些欧美的短片会没有啦，反正就是我知道欧美人有时候会说，就是感觉某个名字应该要长什么样，比如说会觉得 Jack 应该要长某个 Jack 脸。你有听过吗？我知道。对，这很有趣，这非常的有趣，因为我觉得这同时间牵涉到说某个名字它的来源是哪一个意思，然后它现在变化出来是什么样的意思，什么这些东西也同时有牵涉到。是有点像那个吗？好像心理学有一个词叫做自我验证预言。就是一部分也是这个。你给他取这个名字，他就会觉得我应该成为这个特质的人。会。对。那个东方玄学、姓名学就会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姓名学也算呢，这是同一个概念呢。对啊，因为而且那个姓名学都会讲说，即使是不是中文字的语言，也都有办法算姓名学。真的这我真的不知道哎。这真的可以，只是因为相对冷门，东方玄学它还没有延伸到很国际化，还在发展中这样。好酷哦，好酷哦，好想找一些英文名字的人来算姓名学。英文相对简单，因为英文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语言，所以这个发展的比较早一点。所以你说如果去找什么，比如说德语或是在更少人口使用的语言，然后拿来算这个汉人的姓名学，可能就会更困难，是吗？对啊。英文我记得是主流是用笔画姓名学的样子。有人问，请问陈冠宇应该长怎样？陈冠宇应该长怎样？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陈冠宇这是一个超级菜奇阿米亚。可是我觉得好像讲什么陈冠宇还是什么嘉豪、志豪、阿志，脑中就会浮现一个大概的样子，会，至少会有大概一个模板。对，至少讲到陈冠宇脑中不会浮现一个金发碧眼的人，应该是不会。对，比较少啦，比较不会。对啦，是没错。这是歧视吗？不是，我觉得不是。这是合理的那个基于数据跟经验的推论。对啊，姓名学也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姓名学又赢。因为会讲说，会取蔡奇阿米亚的人，通常会比较不那么个性上，或是他的行为上不那么倾向突出于众。其实蛮有道理的。蔡奇阿米亚会让你变成一个比较普通人的人吗？对。那我就不会看到说，比如说一个总统冒出来跟我说我叫陈冠宇。好像是好像是这种程度就不会了。或是一个画家冒出来说我叫陈冠宇，比较不会。这样说很有道理耶。有人说，可是蔡奇阿米亚不是那个人自己取的。可是如果讲到刚刚说那个自我验证预言的话，可能反过来是取了这个名字会影响这个人。我是想到这样子。我觉得会。你也觉得会？但这种名字很多都是不是自己取的啊？大部分都不是。很多都不是。都是会，而且会出现那个很多同一代人都同音，但是不同字，就是这个原因，都是算命算出来的。就是说综合了那个年份，然后就是会算出来，会得到说这些字比较好，是这样子。对，这些字或是这些音比较好。然后通常那个算出来的字啊，
它都看起来不太像名字，然后挑来挑去就会只剩下那几个字可以用，所以就会变成超级菜奇阿米亚。哦，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就是这是真的有一些名字你一看就不会想放到名字里。对，对啦，对啦，对啦。不过说到这个，我们完全脱稿，但是对 free 真的 talk， 对，应该不介意。就是我突然想到，我觉得汉人取名字跟欧美取名字有一个超级大的差别，就是欧美是比较像从一些现有的名字里面挑一个，哦，但是汉人对啊是从对啊对啊字里面挑来组合，我觉得有差但我说不出那个感觉。我觉得这个跟语言本身的特性有关。汉字本好像身是一个一字一义的语言，我们甚至可以挑一个字来就可以当名字使用了。对，可以单名，对，那印欧语系的话，比较像是，因为他们的语言系统是拼音系统，那不是用字母来当字的东西。要拼成一个词才会有意思。对，像前面你提到的 Eric， 我刚好前2天才查到 Eric 原本的意思是国王啊，是哦，他算是那个 Emperor 这个系列的衍生字的其中一个。哦，这我真的不知道酷吧？超酷的。我真的觉得很喜欢偶尔就是得到一些很 random 的资讯，然后在聊天的时候就可以突然拿出来，酷吧？对，酷吧？真的，超好笑。对啊，偶尔也会，就有一些名字其实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很多名字其实都跟宗教有渊源，但是大家常用的话不一定知道。David 是不是也有啊？David 也有，David 是那个大卫嘛？大卫是那个我有点忘记。我其实也没读书啦，我只是记得有一点关联。David 是另一个意思，我现在想不起来。但大家在取的时候就不一定会想那么多，然后有时候大家取的这个名字可能会被别人以为是同宗教的朋友，然后就发现其实没有。这个比较好发在非印欧语系母语的地方。确实，其实他们还是蛮介意的。他们会介意。如果是比较有读书的家庭的话，就会觉得地图炮不信那个教就不会乱用相关的名字这样子嘛。对，像 Noel， Noel 在那个叫什么基督教出现之后，它的意思被基督教拿去用了，变成专指圣诞节。你说的是 Noel 吗？对。所以如果有一个 VTuber 叫这个名字，他可能会被误会说他大概率是个基督徒或是天主教徒。但如果他不是的话，可能就会有人讨论他。那我相信在 V 圈比较不会提宗教话题，是不是？比较不会因为他不是这个名字的宗教而对他怎么样啊？但如果是其他形式的表演者就不一定了。对，就不一定了。比如说他明明叫做 Noel， 但是他在 Open Mind 的时候讲了一个非常那个宗教不正确的烂笑话之类的。那是有点危险。台下可能就会对他白眼好啦，白眼如果没有什么实际的攻击，可能还好。对啊。你有遇过说教吗？有嘞，我就是那个说家庭长大的。不，好，不知道为什么时间好像一下子就过了，可恶，都没有聊尽兴。对，真的怎么会这样？那只好问最重要的问题了，就是你最近有什么想宣传的吗？我看一下我的行事历。好，你看一下。最近那个1月18号星期日的晚间，我们火车举办了一个台语联动。居然是帮我宣传，赚到了。因为我也会出现。对，虽然我还没跟大家说，但是我们那天会聊那个嘛，
会聊啊，我们刚好像偷偷会聊那个到话题，对啊，我们保持神那个话题秘是不是？好，要这样吗？也可以啊，是可以讲的吗？也没有不行啦，也没有不行。但如果你觉得保持神秘很酷的话，我们就保持神秘。好啊，那就是我们会聊那个话题是什么话题呢？之后再公开。我们会聊那个话题，非常酷那个就是那个，刚有偷很酷的那个，聊到一点，你们自己猜。没错，啊，超好笑，好诶，硬要那个硬要保持一下，真的太硬要了。然后在1月19号，也就是台语联动的隔天，我会开那个每个月的欧卡台与你尬车啦。这一次来到1月份的联动，抓来的来宾是小范。然后下个月我会抓火蛇，你们给我等着。对，他已经有预告要抓我了，我还蛮期待被抓的。哈哈，就是一个开车顺便聊，反正聊天顺便开车嘛。对，你要把那个欧卡准备好。对，那个要准备好，然后随便开，不是，我不介意随便开。但是聊天要认真聊，这是一定要。对，一定的。好欸，那耶再次感谢西语。结果我们今天没什么用台语，就不小心。真的耶，对，没关系，下次一定有下次。我现在甚至已经在看那个时间表，看后面还有没有空位，我可以偷塞进去。我已经塞满了，因为我不擅长开耐久，太可惜了。那我只好塞在最后一个人后面了。因为我看到你在我的那个表单上面开始乱动了，左右横跳。虽然明明是上下横跳，但差不多啦。对，好，那我们再次感谢西语来。耶，谢谢火车，耶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次也许是没有，下次是先联动，然后再下一次可能是欧卡的时候会再见面啦。对，或是等一下最后一个人结束之后，我可能就会冲进来。好，那我们再看看火蛇能不能撑那么久。没错，好，那大家拜拜。好，那就西语再见啦。好。刚刚有没有谁没有打到招呼啊？阿叶早安，有跟阿叶说到早安。然后我们还有谁没打到招呼？好像没有哈。好，那我们再来去捕捉下一位朋友，请等我一下哈，请等我一下。对，没错，就是偷偷预告之后跟西语，我们在1月算下旬吗？好像不算，对，反正1月18，我们会有一个神秘秘的联动，其实也没有一定要很保持神秘，但是就突然觉得保持神秘一下还蛮好玩的，对。然后我们到时候比较日期比较接近一点的时候，还是会正常的宣传啦，就会告诉大家我们到底要聊什么话题哈。你们要猜猜看，也可以猜猜看啊！猜对了我也不会承认，对我每次都这样，哈哈。好，那我的画面好多，爱丽丝晚安啊，欢迎，还有西语，西语晚安，对，像我们刚刚才聊天，哈哈。好，我是不是可以进入吃喉糖环节了？该吃了。我们需要保持神秘的另有东西，真的哎，这个也不能讲，对，我们确实是有，就是之后还有预定一些合作哈，就不能讲太细，讲太细就没有那个惊喜感了，讲太细就不好玩了，所以绝对不讲，绝对不告诉你，等日期近一点再来跟大家大肆宣传。我今年也是准备了好多事情想做。所以呢，等一下我的那个怎么不见了？怎么会这样？完蛋了！请大家等我一下，我排除一下这个技术上的问题，好多技术上的问题，怎么会这样？而且为什么为什么我的聊天室不动了？为什么我聊天室不动了？超奇怪的。是我做错了什么吗？我的聊天室有在动。好，等
等一下，好卡，好卡，好卡。我发现我不知道干嘛的时候，就会乱唱歌，来填补这个空虚的时间。不知道为什么抓不到我的，有没动吗？我看到了，你们那边会动但是我自己在我的后台看是不会动的。也许我应该重新整理一下，请你们等我一下。果然我还是太虐待马铃薯老师了吗？果然吗？我不应该这样子对待他的，怎么会这样？好，太好了，我们可以请下一位朋友来啦。看来是的，所以是怎样？前面的聊天室有在动吧？有吧？有吧？有吧？哎，我再开一次，等一下，非常紧张啊！这马铃薯老师肚子饿了啊！看来是说，看来我真的在虐待他，是不是？那确实，那确实。好，太好了，排除万难，那我们就可以来找下一位来宾啦。好诶，那我们就准备来。你好啊！啊，你好，有一阵子不见啦。欢迎，好，你好，你好，啊对，咱会当讲台语啦。啊，是不是应该爱先请你甲大家介绍一下你家己咧？大家好，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大家好，我是爱英律师，我是依依呢。哦，会记哦，这个就，哦，终于想起来要找我了哈。之前咱像迄个合作了，就有讲会使招你来迄个采访者，结果一直无迄个，哎哟，一直无。啊，对，我就是要安怎讲，一直我毋知影即个系咧是安怎受到遮济人欢迎，所以一直排甲足满诶。就感觉足趣味诶啊。对啊。啊是有机会嘛？换你来甲人问啊！啊无啦，无互你体验到迄个互人问诶感觉。我应该爱先问你问题才对。对。对啊，来，咱为一个经典诶来开始。好。请问你，我看卖啊，上经典诶。我安怎？你较介意猫啊，还是狗啊？狗。遮紧就决定，你是偌讨厌猫啊？毋是我讨厌猫，是因为我足介狗。我细汉时阵厝里有饲只狗，足古锥诶，一只柴犬，叫做如意，吉祥如意迄个如意。啊，细汉时毋捌吼，我想讲伊叫做如意，我诶身躯顶迄种如意。安尼嘛是介古锥啦。啊，就我大汉了才知影哦，伊是如意啦。吉祥如意，迄个如意。你是甲偌大汉才知？我大汉哦，应该会捌字了吧？啊，安尼会嘛是。捌字了才知影。真紧就知影，可是读高中才知。就出应该国小，应该吧。有时看袂记啊，因为已经过身啊。啊，足神的啊！你若听那个大人咧话，如意，啊，甲如意毋是共款吗？真正会分袂清楚哦。足神的啊，对啊。啊，猫嘛是古锥啦，毋是看别人饲就好啊，其实无想要饲。因为猫嘛是足讨厌，你知道吗？有啥手足济呢？大学的时阵，我都摆停喺外口，啊，互猫仔放尿啊，吵到要死。啊，狗仔就袂。无拄过。哦。而且迄真正足臭的哦，爱洗袂清气哦。阮家己洗清气，我闻袂着，毋是讲猫仔闻会着。伊每一工来呢，我的乌多摆拢是伊的毛，对，每一工来，我洗了嘛无路用。迄乌多摆拢是伊的毛，啊，伊的脚印。哎哟！足明显嘞！我有一工
看到伊本人，伊本猫，甲我坐遐困。你讲伊有迄个骹只，就是脚印，伊是伫倒位？伫你迄个？对啊，迄个坐的所在。座椅顶悬啊，对啊，我规个学落摆拢是啊。哇，过分！啊，你足讨厌啊！你看别人饲就好啊，我家己饲应该是免啦。拢是别人的较古锥。对，看别人较古锥。因为迄个讨厌迄面你拢袂看到。对。啊，后来我就去宠物店迄买驱猫喷雾。哦，有这种物件哦。因为因闻会着，但是阮闻袂着。我想讲已经洗清气啊，我根本就闻袂着，但是因闻会着。迄真正有效，因为我喷了了，然后佫无来啊，拢无来啊。我去别人的车顶。哇，大家使学起来呢。就是你若无想要讲猫啊，还是对于做啥物攻击的，你会使安尼做啊。猫啊，甲狗啊，佫无共款哦。有驱猫喷雾跟驱狗喷雾无共款。哦，无共款的味就对啊。对，因为我喷了后，过灯工我就看到猫仔咧别人的车顶。后来就无来我的车，伊拢去别人的车。有啥有哟。有诶问题，我都直接解决，会使甲问题送互别人就对啊。对。我是感觉这是足危险的啊，因为伊若甲你的轮胎啊，还是坐垫啊，拢撩破，还是足麻烦的，足恐怖的。啊，你要讨赔偿，你嘛无得讨。对。有影呢。请问你豆奶是啉有糖的，还是无糖的？当然嘛是有糖的，无糖的是啥物？迄有毒。无糖的物件拢有毒。无糖的拢有毒。物件袂使无糖的。安尼其实我无爱食豆奶，我喜欢食米奶。啊，米奶应该拢有糖对无？对。哦，所以你若啉迄个红茶还是冷茶嘛，是爱拢有糖的就对啊。对，爱有糖的，我袂食无糖的茶。哦，安尼咖啡一定嘛是有糖的。无，我袂食咖啡，咖啡伤苦啊。伤苦啊，好。请问你感觉做 VTuber 上介重要的能力是啥物咧？爱会晓讲话，爱会晓开讲，莫点徛喺遐，啥物拢代志拢袂晓做。想说听起来是袂人。因为足侪人安尼啊。哦，啊，你拢看联动的时阵，甲叫来，然后伊就徛喺遐，毋知要创啥，啊嘛袂晓讲话。哦，联动的时阵就会害着你啦。对啊，有的人是较优秀啦，对啦，比较害羞，毋敢讲，我嘛会使理解啦。但是我若是叫伊，伊拢无反应的，就会大诶。你是讲明明伊拢咧挂机就对啊，对啊，来 Q 嘛无反应啦。哇！譬如讲，阮咧看电影，迄足精彩。然后我问伊，我毋知。可以当你是有看无看啦？刺激。对啊，联动就算了啊，有迄时阵家己人咧做，嘛是爱讲话讲较济。对，我嘛是看过足侪人，足侪味吼，伊保持落，就点家己咧耍电动，拢袂晓讲话。啊，嘛是有啦。嘛是有，而且足侪人诶，就无观众会留落来看啊，因为伊毋知你咧创啥。嘛是，对，所以我咧想，你咧所有问题进前吼，你爱先会晓讲话啦。你爱先会晓甲你诶观众讲话，你有讲话才会人留落来看啊，无就啥物拢无。有影。我想看觅哦，你敢有啥物特别的才艺？啥物才艺？哦，才艺啊！我会晓讲台语。你会晓讲台语？台语有算才艺？伫即个时代可能有算。有啦。讲起来足伤心啊！毋过是。对哦，我细汉时阵无了解即个呢，我想讲大家拢会晓。啊，你就是大家拢会晓。对啊，去读册了，才发现大家拢袂晓，好奇怪。所以你是细汉时厝内就有咧讲？有。
啊，阿嬷期待啊，细汉就讲台语。我无，我细汉拢你无。嘿，你是安怎学台语的？我读大学的时阵，就是我拢看 YouTube 啊，看 YouTube 看到一支影片，迄个频道或者祝英台三声道蹦比芳，反正有个人知，伊就拍一支影片讲，你感觉台语可能过迄个毋知影几十档吼，可能30档、40档了后，倒无人会晓讲啊。对，对，种我常常听到。嘿，我就感觉哪像有理的，我无想过即个问题因为以早虽然我是无互阿公阿嬷请养大汉，毋过迄个过年的时阵，还是会去看阿公阿嬷，所以对台语即个语言还是有感情的，所以就想讲，安尼袂使，我要来甲台语学起来啊，看会当摕来创啥，即摆就创的就变甲即摆安尼啊。你细汉时阵无学，你大汉了，你伫读大学了才学台语。嘿，差不多大学开始咧学。有认真啊！厉害有认真啊！我就想讲，我无像你安尼去学台语，因为我看无啊，我会晓讲，但是字我看无。对啊，有个人，有个人就是细汉时的厝年有咧讲，所以就算是有优势啦。像我即种无优势，我就爱较拼的，就可能真正爱学安怎看，安尼才有法度现书典，安尼才学较紧我的。是感觉最厉害的啦，最厉害的。无啦。对，我是细汉就阿嬷饲大就会晓讲，安怎会知我袂晓讲国语的？细汉的时阵，安尼去学校，我知影，对，我去学校了才会晓讲国语。哇！有诶物件吼，我到即摆我毋知伊诶国语叫啥。细汉的时阵，常常出现即种物件，比如说，有一天阮老师讲，今天的水果是荔枝，你想讲，荔枝是什么？无听过，然后去看。毋对奶鸡，我知影奶鸡是啥物，我毋知影荔枝是啥。我想讲因是无共的物件，然后荔枝无听过，奶鸡知影。你真正是无记是台语的呢。对，细汉时阵，还有酸呀，我嘛毋知影芒果是什么。我小的时候不知道芒果是什么，我知影酸呀是啥。哇，安尼真特别。对，我到大汉的时阵嘛是啊，我想袂起来，即个物件的国语叫啥物？有一天我甲朋友出去食饭，我就叫伊去摕豆油碟啊，伊就甲我问豆油碟是啥，我就讲豆油碟就是迄个豆油碟啊，装豆油迄个啊，就是豆油碟啊，我想讲这叫啥？豆油碟就是豆油碟啊，伊叫啥？小碟子。就这久的咧，我朋友佫听无，我就说装豆油迄个啊，装豆油迄个豆油，他就说这个酱油碟啊，靠对吼，别记哩啊嘛，豆油碟啊就是豆油碟啊，你伊顺续学着台语啊，就是像即款的物件。趣味呢！我是颠倒是学台语了后嘛出现即个镜头，有时我较忝的时阵，我想袂起来迄物件，华语国语安怎讲？学日语了后嘛是啊，国语就袂记啊。对，我嘛是有时迄个物件，英语会晓讲，台语、华语想袂起来。想袂起来对。困扰啊！就是迄个啊，迄个就是迄个啊。对，嘛无。而且记得讲。我问阮妹妹，这个叫啥？伊叫豆油碟啊，有嘛？就是豆油碟啊，伊无别的名，好不好？妹妹第一反应就是甲你讲豆油碟啊。你问我英语，我嘛袂晓，迄个豆油碟啊。对啊，我袂晓。问我国语就袂晓。所以安尼你拢总会晓几种语言啊？我会晓国语、台语、单国语。这敢无啥？我会晓日语。我会晓日语。日语哦。日语真正是家己去学的，我大学时阵家己去学的。但因为我英文就歹，我无日语是为要毕业。我学校讲毕业爱有一种语言证照，我无。你想讲英文的伤悬啊，我考袂着，我就去家己学，家己考日语。日语较简单。安尼嘛真厉害呢！
啊，我学校说英文要全民英检中级，我知道我一定考不过。但是他日文只要 N5 什么鬼啊？N5超他妈简单的好不好？没人在考 N5，直我接都考无考过，我唔 N4。知哦。啊，N5就是上简单的。哎，我知影迄是上简单的。对。啊，我应该嘛阮学校考袂过刚毕业上计日语啦，爱摕 N5。哦我根本无咧考，好无？我直接考 N4。哈，人讲台湾人平均拢有 N2，敢是真的？我开啊，始我是无怀疑啊。N2啦，啊，但是 N3可能有吧，因为哦我拿到证照以后，离毕业还有很久，我又去考 N3，然后就过了。哦，足爱考的呢。干嘛 N3 进警拢就简单嘞，但是 N2 开始就较困难了，因为 N2 开始就有那个职场日语加敬语这些，这真的比较难。甲平常时啊生活无共款。啊，你 N3 进前是简单的生活用的安尼，迄就足够的啊！你若无要读册哈，来嘛是无要去日本做工课，你若去要耍啊看动漫尔 ，N3 已经足够啊。唱歌啥物，已经会使啊。哦，所以若是要访问日本人 VTuber N3 有够。你若讲了练凳应该是会使啊，好，安尼我可但是能。无常常咧讲会袂记啊。哦，因为我有咧考虑是毋是2026来学一下日本话，啊，还咧考虑。你若想要讲到访问，你除了你家己晓讲，你阁爱听有啦。对啊，反正人讲较专业的事，我都会惊。有啊，我是听有，但是无一定会使回。啊，啊安尼嘛淡啊，我薄仔困扰。听有，对啊，我听有的原因是因为我看足侪动漫的，好，安尼我知影，我会所以我加看。感觉对爱看动漫，但是动漫教的甲伊生活真正用的嘛无共款，你袂使直接摕来用。哦，但是练听力是会使啦。有讲话用考试的词时阵，现实袂安尼用。对袂啦？我咧考试的时阵，阮种侪同学拢讲听力上困难，伊拢听无。我讲啊，就简单啦，拢听有啊。啊，但是遮字我看无啦。哦。我相反，我是看字较袂晓的人。哦。我同学拢是我看有啊，但我听无啊。哇，伊若念出来我就听有啊，但是看无。我知影有真侪人读语言拢是看较有，啊听较无。尤其英语，应该足侪人拢英语嘛是安尼，我英语嘛是安尼。看但是我莫讲大学啦，高中毕业了后，我英语就袂晓啦。啊，读高中的时阵，英语嘛袂晓啦。我英文高中也要当诶。哇，真紧就行倒转去啊！对。哦。我这日语比英语搁较厉害啊。啊，你嘛袂歹啊，无逐个人拢讲英语，无特色，无都无法度逐个人，都毋是逐个人拢有法度讲日语啊。以作弊来讲，会晓日语是袂歹吼。比较加分，对，较袂晓，较方便诶。你若唱歌、练歌啥物诶。而且这个物件就是日本来诶嘛。你若爱摕资料啊，日本会较济。哦，对呢。找什么素材啊，日本会较济。哦，素材啊，工具啊，还是去看日本 VTuber 诶，迄个啥气话参考诶时阵，可能嘛较方便。对，较方便。但是你爱听有啦，啊，拢爱会晓就对啊。对。是。哦。我想到啊，我要配音，我拄则要讲。你要配音？做过一丝啊，时间足短，我会台语配音员。即嘛无啊，古早。你是配啥物？配广播还是 anime 还是啥物啊？我配过小当家。啊，这敢袂当讲？会使，不要紧啦。哇！就是敢若即一个尔，无别个啊。哇！
因为阮老师伊退休啊，伊无开来搁带我，所以我就无继续配啊，我敢若配过一个尔。哇哦！哇，听讲足侪 VTuber 拢是配音乐相关行业出来，原来是真的。哦，我毋知影是真的还假呢。反正我毋是啦。可是我抱持一点怀疑，就是。哦，应该无可能，大家人拢是啦。我是真正有去上过华视配音班，然后有跟班一小段时间。但是有足侪 V 挂讲伊遐配音的，我听到毋是我讲的，我无讲话，毋是我讲的，我无讲话，我无讲话，好无？我无讲话，我明啥物拢无讲。咱紧换一个，来，请问你敢有迄个无想要开台的时阵？有啊，今仔日是啦。今仔日要来，我就无想要开啊。而且我今仔有上班啦，下班转来我就爱困。我只去困啊。较忝就无爱困。你开台时阵咧困，对。我有设闹钟讲9点半起来。等者就搁会使转去困啊。困到即摆最近足寒诶，真正足好困。足寒诶，寒到要死。爬袂起来。那阵我即摆嘛是摸一领被。哦。安尼。足寒呢。无较会寒呢。有影。我是一个足讨厌穿袜仔诶人，毋过最近有咧考虑，真正伤寒。我嘛无爱穿袜仔，但是，若是真正伤寒，嘛是会穿袜仔啦。寒到无法度。对，无法度。头我连穿裤拢无爱呢，但是伤寒，我最近拢有穿裤。所以你平常时开台是无穿裤？无。这根本我平常时也无穿裤。真的啊！你的观众敢知影？作弊的好处，应该毋知啊，我毋知因知影无，我讲过啦。你讲过？但是因有会记哩，我就有敢袂记哩，我就毋知影。原来是安尼。请问你敢会看 BL 啊？会啊，为什么无爱看？你拢看啥物题材啊？无啦，我无咧定咧看。伊是讲，但是若是迄个作品内底有一点仔 BL 元素啊，是，但是我讲特别去看，全拢是 BL 的较少啦。对。意思是讲，全拢是 BL 的，就较裸露，他们还会斗剑，对不对？会从下面掏出他的剑。喂，你是讲迄个有诶作品原底就毋是 BL 的？那个内底有互你感受到。要 BL 才会斗剑，好不好？我是有剑可以跟你斗吗？没有，要 BL 才可以。哇！听有无？听有啊。哟，实在是太色了，所以其实我平常不会看。但是有一点仔懵着，佫无的迄种吼，迄种较趣味，迄种我就会看。朦胧嘞。对，有诶是伊诶作品是讲完全无共诶题目，但是伊内底主角就看起来感觉有 BL 诶感觉迄种，但是作者讲因无迄种，即种真好看，较好笑啦，对，即种较好笑，就是较爱欺负作者就对啊。对咧 ，OK。讲到倒位啊？因为时间真正过足紧的，所以咱要来问上界重要的问题啊。请问，你最近有啥要宣传的无？最近是无啦，因为12月起月拄结束，未想着后来要创啥。我想讲过年的时阵应该会人来做台语接龙，到时阵再找你。过年的时阵啊，过年会使讲足侪吉祥话诶。接龙是爱迄个后一个人讲的头一字爱甲头拄仔上尾字。无啦，迄伤困难咧。有足侪人袂晓讲台语诶，叫伊讲共款尔啦。我想讲做其他的即种的我无算过。应该叫台语传话，台语传话。搁要来传话啊？
对，我会想一寡节目。毋过迄是过年的时阵，还有一个月啦，要开始啊。最近无啊，就请大家来订阅我的频道，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这足重要的哦，还有分享，甲老话说是足重要的。迄 YT 演算法根本就是笨手，喂，好不？我不开玩笑，我怕你被限流，我会把我的胸部调小。佫会安尼哦，因为安尼哈，会使会啊，因为你会放 short 嘛，那 short 可能就会，直播可能就算了，但 short 可能会，因为我真的被限流过。我竟然有这种代志，正经，我讲啊，我讲一下，我唱迄个 Golden 诶，即马全世界上红的歌对无？上唱的对无？然后我放上去只有大概5到60观看，就久啊。然后后来我重放，我把影片裁到只剩我的脸，干了外面啦，干了外大头呢，我有2000观看，差伤济，讲几首歌，对，所以就是被限流了，哎，胸被太大变限流了。然后后来我就跟我的建模师讲，他就帮我变了个可以调小这个功能，本来没有，你看，哇哦，我可以，哇哦。想讲你也看 short， 所以我就我今天又把它调小。头拄仔问迄个特殊才艺，即马佫加一项。我的特殊才艺，我的皮是我家己画的。啊。对，我家己画的，我是找人帮我建模。建模我就袂晓。拢真困难呢，我拢袂晓。安尼咱。今日足欢喜会当甲你访问着。好，多谢辉子。多谢。后摆足期待会使去你遐团话。我搁想看卖气话。无问题。我袂想，因为12月刚结束，还没有开始弄新的。昨天嘛吼。对，12月是圣诞节的歌会，大家可以来看，有火蛇。有。他唱超好的。不就老实说一句，他唱超好，但我觉得其实他可以挂一个歌士的名字，但是他自己没。不敢当。可以，其实我觉得可以。我干嘛会使？台语歌是有在唱啦，那时候也有唱那个，大家可以去补档，就是台语版的圣诞老阿伯。连伊利马公就搞呀。哎呦，我跟你不开玩笑，我是收到影片，我就有点吓到，干什么强？是大家唔敢嫌，莫安尼。真的。哎呦，真的。感谢啦，感谢。安尼咱就，感谢咱就换后一个人，就准备换后一个人咯。拜拜，再会，多谢大家，多谢啊。哇！现在我来甲大家小姐们，头拄来啊，头拄还有伊利入来啊，伊利暗慢欢迎，还有建中老师暗慢欢迎。哎呀，拄好来的时阵，咱就咧讲台语。不过我们等一下采访的人里面，不一定每一位就是都可以跟我全台语聊天，对，所以咱看一下缘分，小等一下，我来准备一个，足紧张的，一直咧紧张，因为今仔日做这个，或者较侪人做伙，所以就较紧张淡薄，对。我知影爱因律师嘛是有时会做一寡台语相关的，比如讲台语团话，我真正捌去算过，对，有时嘛有一寡台语相关的，所以真欢迎大家去甲伊支持一下。今日开到几点？今日暗算是开到11点半，因为我体力嘛无遐好，所以无法度参像其他的 VTuber 开有够久。所以我知影有的人吼较熬会当开到过顿工，迄个啥物早时3点嘛是安怎的？我较无法度，
所以我是有按算到11点半，我可能就袂堪一啦。大概是安尼。什么烟熏啦？毋是烟熏，所以什么物件梳头？哈哈梳头不是？到底咧讲啥？有够无好笑的哦！我实在，好啦，咱哎呦，小等啊，请大家小段落。好，安尼咱应该通准备来。好，安尼咱通准备来访问后一位朋友，我们可以来访问下一位朋友了。你好，好久不见。久しぶりです。日本话我听无です。这个无见啊，你食饱无？我开始要啊。开始？为什么你讲话这拍格？因为我紧张。紧张啦，很久没有跟你通话了耶。很久没有跟我通话这不是路过吗？不是路过吗？你那这紧张？哦，因为我一直拢是你的 fans 啊。fans 啊，你有穿 Vans 吗？哈，无呢，我无钱呢。你无钱哦？哦，可安尼。今仔你想要甲我讲啥？我想要。啥物问题要甲我问者？我想要先请你，敢会当向大家介绍一下你家己啊？我是，好啦，我是个人是 VTuber 瑟维亚克莱欧尼。你有被要求过用台语自我介绍吗？没有，这还是唐突的。我是SUV 啊，克莱欧尼，台湾的个人是 VTuber。哦，没错。那你平常都开什么台呢？我平常时我想看卖。我平常时都开我家己想要开的物件呢。基本上，我高兴，我想要安怎，我就安怎。恁爱看，恁就看。不想要看就莫看。要看唔看啦。我就是伫遐开我的台，介意的人就会看，不介意的人就莫看，去找其他的台来看。安尼你敢会有流量焦虑的时阵？流量焦虑哦，还是你真正拢无咧？我是感觉比起流量焦虑金钱的焦虑较重啦。哦，这一段会现场直播出去吗？应该不会吧？已经播出去了。这段后面录制在看了呢。好，我等你讲话较注意。请问你，请问你敢有上过公车广告？公车广告无呢，毋过我介意用迄呢。你敢知影 AirDrop 哦？你知影 AirDrop 吼？就是有个人会传你无想要看的物件互你啊。无错毋过我是传大家拢会当介意的啦。有时阵去大卖场啊、Costco 啊，我无聊，伫遐等的时阵，我就找几张我介意的图片啊。什么道理？看有像 AirDrop 无关，我就传落。你拢安尼宣传你的频道啊？我无宣传我的频道，我是宣传一寡就是有趣的图片呐。好看的。有一摆吼，我伫咧排队，后面就有一对情侣。我 AirDrop 过，迄女生就说：“谁传东西给你呀？”毋过迄男生
是拍开迄图，他们两个一直在笑啊！我徛伫前面，我就心虚诶，我毋知影，伊毋敢知影是我传诶。所以你拢传一个可能迷因好笑诶。哎呀，亲像啥百元快剪啊，一只猫啊，就无头毛诶。啥物货？佫会当安尼算哦！我想散车，我甲 Apple 无缘，所以我无算过 AirDrop。好耍啦，毋过莫伤过头，因为有时阵吼，你传过，各有人会回传呢。哈，传一寡无好诶是啊？无呢，阮着一直回传，一寡就是迷影片啊、照片啊，一直回传。那不是很好吗？等下我离开的时阵就登去啊，就可惜。但我没有要去认识人家的意思，我们就是单纯的就是你知道吗？萍水相逢。数据上的萍水相逢。怎么感觉跟那个偶尔来看台的观众很像啊？也不会知道是我啦，好不好？没有在底下写名字啊。你看钱敢买会到快乐？钱敢买会到快乐？有时阵会当，你弄就像现在哦，你看哦，现在这里今嘛有偌济人咧偷看，可能我是感觉吼，但是今嘛有人转账一笔5万块，哇好蛇哦，这么有够赞的啦！快不快乐？快乐！嘿妹，新年快乐！谢谢大家，新年快乐！马上发财！提早过年，今年过年不开台了喂，好空虚哦，讲而已。若是没钱，不快乐的事情会更多哦，真的会，所以还是要有一定的钱呢，还是要有一定的钱呢，好吧？至少可以吃饱，维持最基本的快乐，好不好？你会觉得一个人吃饭很孤单吗？不会啊，我都一个人吃。那你会觉得只是嘿？你会觉得不止一个人吃很有压力吗？如果是吃好吃的啊，他们付钱的话，那当然是没什么压力啊，钱果然买得到挺开心的。那是别人的钱。若是吃高级的，好啊，开心哦！你要我跟你聊天啊？好，这好吃好吃，知道。原来是在营业吗？差不多是这样啊。没有啊，就是刚好路过啊，遇到熟人啊，你在采访，我就来捧场一下。谢谢，怎么听起来像叫我等一下要请你吃东西？我是觉得也不错啊。那你想好要吃啥了吗？会祝你生活充满 love。我得到30块了，多谢建中老师给我30块。我们可以想一下30块可以吃什么？30块的话，我觉得，我是感觉我想一下2个麦香铝箔包啊，配一颗茶叶蛋啊，我吃蛋白，你吃蛋黄，好不好？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蛋黄？真的假的？真的，我只是我不想吃蛋黄。我知道很多人都不喜欢。你不吃蛋黄是因为健康的考量，还是就是不喜欢那个？因为太干了啊，刚好有人帮忙分吃啊，就给你吃，不要浪费啊。如果我自己吃的话，当然是全部都吃掉。运动老师讲30块个互迄个 YouTube 抽头，应该就存1粒卵啊。哇妈啦，差不多啦。买荷包蛋喝啊。荷包蛋哦，荷包蛋一定要加那个酱油啊。什么今嘛茶叶蛋涨价？这贵？不是1粒10块？一粒13？恐怖！
恐怖。我记佮停留在10箍呢，一粒10箍。嘿，我诶嘛是停留伫咧10箍尔，佮较贵我食袂起哦。我只好对大家喊话喊起来啊！多刷一点30块，让陈火蛇多吃几颗蛋黄。谢谢。哇！你的囝妇。有咯，你看，佮一粒。多谢阿玲，阿再来玲嘛一粒互我30箍，救人，佮2罐，佮会当连麦香。哦，是安尼哦，全家13，啊7的10箍。哦，原来是安尼。哦，讲到麦香，我拄好有一个问题，嘿，请问你感觉15箍的麦香甲10箍的麦香敢有差？拢是麦香，啊，毋过10箍的麦香甲15箍的麦香的差别，就甲1公斤的白体甲1公斤的棉花的差别伫倒。即款问题，你搁敢甲我问？竟然是安尼，哪会向互你骂的时阵，向有一个咧拍8点档的感觉，哪会安尼？啊，我哪会记你进前互我说教的时阵嘛是就欢喜的，我嘛毋知影为啥。啊，我哪有？啊，就亲像拄则，你甲我讲话的时阵，好像有点紧张呢。今仔日毋是已经有采访真侪人啊，哪会遮紧张？你是先辈啊，我还会紧张。我是先辈，我是日本先辈。这是啥物？我会讲的笑亏啊！先感谢一下英兴，感谢英兴，互我30箍，叫咱会当食2杯。英兴晚会不是迎新哦，是我们的荣幸。谢谢他30块让我们吃蛋白，蛋白就给你吧。无问题啊，无问题。对啊，分啊，嘿。我有咧想讲，敢有可能台湾 VTuber 来搬一下8点档？我是有看过有人咧搬啦，有想过是毋是我嘛会当来，就是组织一个你敢有兴趣？细说台湾，即种的哦。大家看，我真正有想过哦。所以毋是咧骂人的，是咧迄个啥？讲一寡演戏啊，嘿啊，民俗故事。毋过爱准备剧本，啥物伤过麻烦呢？对啊，我当时希望别人去办啊，因为足麻烦。我真正是因为我以前有找过洗手米啦，所以我真正的头家有咧想讲，叫我要分一段差不多的物件出来。你是讲甲迄个吸收台湾的迄个共款？毋过我讲我不爱。你不爱？那个时候，人家还是就是比较拘谨，因为毕竟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私底下的个性比较容易害羞，然后我的教养从小到大家里的教育都是告诉我，就是要有气质一点，要表现的有气质一点，然后对呀，弹钢琴、跳芭蕾舞、然后冰上芭蕾、空中三圈半旋转之类的那一种，没有尝试在公开的场合吹过 C 索米给大家听过。讲话有一个 California girl 的感觉，是故意的吗？这倒没有，就是你知道，就是心情到了就是随心所欲啊。就是你知道，言语有的时候你讲的可能不是很标准，但是声音沟通那个意思有让另外一个人明白，你懂我意思吗？应该是有。
应该那就是大概，那大概的话就是可能差不多啊，差不多的话那就是接近有，那这样子就是有。突然想到0.99循环好像就是1耶，0.9循环那就是0.9，0.9，0.9，0.9，1这样子。大家都学会了吗？哇，看采访还可以学数学，我的天哪！太棒了！太棒了！请问你最近发现最没用的东西是什么呢？除了我之外，除了我，你怎么把我要讲的？你怎么把我要讲的讲错了？完了！最近发现最没用的东西哦，最近的吗？很久就觉得最近的吗？看不爽很久的也可以。我脚皮吧？啊，居然是脚皮吗？脚皮？还真的想不到有什么用哎、脚皮有点厚的话，就是没什么用，然后又麻烦，然后走路还会痛。哇！我跟你们说，你们如果怕的话，就是稍微离开个10秒钟啊。跟你们说，我今天出门来之前呢，因为我知道火蛇今天好像要在这附近采访，我今天出门之前，我还特别刮了一下脚皮哦。啊，可是不是穿鞋子应该看不到吗？看不到，可是走路会不舒服啊！你看，我还特地出门呢。哦，好伟大哎！出门在这个年代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行为啊，很麻烦，还要化妆。你看，我是身为一个网络主播哦，出门在外墨镜要戴哎。还押韵哦！有人说要采访一下脚皮，我可以采访你的脚吗？我不可以吹姐，然后但丢到垃圾桶里面，然后回家找一下。你有出过什么特别的周边吗？我出过下面周边呢，我想姐。比较特别的话，算周边吗？比较特别的算是我用我的周边去做花艺相关的装饰品啊，用你的周边。花艺是像是我找一下头，给你偷看一下我手机啦。敢会当给大家看？嘛是会当啊，不过我想一下伫倒啊，足久以前哦。安尼算周边吗？算是周边的延伸吗？伫倒我唔知呢，找无有啦，伫遮。脚皮周边迄我无法度啦。这是我2周年徽章啊，我把伊放伫一个玻璃盒里面，再配上我的一点点花艺点缀。哇！来，我大好大家评判一个。无味啦，无味啊！有包起来，有封在里面是闻不到的。无味啊！可惜了。很漂亮啊！收大张，收断绝。我毕业时个迄个啊，个客啊，做大张的。有够大张。我比别人较认真，我比别人较拍拼。为什么比别人较拍拼？因为从火蛇现在在忙。凄凉的吉他声，愈大是心愈痛。命运的吉他声。你好啊未？好啊。偷偷爆料，上次那个瑟雅有传他唱这个的段落给我听，很好听呢，足有感觉的啊！大家看这个周边有够水的，好酷哦！嘿迄是我个人的小兴趣啦，刚好可以跟我的周边做个结合，让大家在收藏的时候
又变得更漂亮，然后放在这个盒子里面，又可以避免落尘，有没有？哎，有道理耶。哦，这样他们就会多买一份。要买。哎，那你有试过什么宣传自己的方式吗？像刚刚那样啊。你说唱那个命运的海风海洋要改阮心声，我搁有家己带迄 KTV 的麦克风哦。情海不停的生命，我是这歌词是啥？孤单的船只，我是孤单的船只。心爱的你敢知影？谢谢。我讲认真的 ，Sylvia 唱歌足好听啊，因为我爱听台语的，伊唱台语歌真正有够好听。我讲实在的，我无咧迄落。那你是不是也不会讲我名字的台语？我拢直接讲 Sylvia。你唔敢讲啊？你知道我直接读汉字吗？是也可以。哎呀，刚没当。我爱查解呢，唯这个字我比较少念。咪吗？咪。我看卖哦。因为我台语嘛无足好诶，所以拢爱查。咁安尼？不知道我觉得你台语很厉害啊，虽然你都很谦虚。无啦，普通啊。拢安尼啊，拢安尼。拢安尼啊，无啊。我会记你有一摆，你带人来，我就想讲，哇，火一来，我要唱台语歌，结果一直唱错。你想紧张？我伤紧张，看着你我紧张啊！安尼讲我毋是共款，我嘛是见着你的紧张。我是 INTP， 我爱人呢。我嘛爱人呢。爱，看我一直读。可是还以为是中文歌的爱，好没事。那是有点暴露年纪。好，我查到啊。如果是照汉字念的话，是色味啊。色味啊。还是色味啊，也是啊。不是。色味啊。色味啊对。你较介意色味啊，还是色味啊？色味啊。其实蛮接近的。色味啊，色味啊，加多呢。大概7成还是87分，是不要告你。你好像会很多语言诶。请问你会晓几种语言啊？我是没有试过很多，但是他们都说我还会印度话，我也不知道。你有考虑过翻唱印度语的歌曲吗？无呢，毋过我顶摆有唱过迄大教堂时代。嘿啊，好酷哦！你要听看卖吗？当然好啊。敢会当？会当啊。你确定啊？我确定啊。清唱可以吗？当然啦，大家应该拢想要听啊。真的吼？真的啦。会确定哦？确定啦。我清唱哦。好啊，好啊。一小段就好。好诶。莫惊着。袂啦。我来啦。来，
啊。为什么你也听起来比较忙啊？心意有到，大概就好。很强哎，我觉得怎么说呢？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诠释吗？诠释很有那个，很哇！我的词汇不够用了，很有 feel， 听起来好死语哦，听起来好老。什么款的 feel？ 什么款的 feel？ 足投入的啦，足投入的。啊，你要看年轻的 feel 吗？啊，拢会使啊，搁有哦，搁有别款的通。搁有啊，看年轻的啊！我是感觉，我是惊你时间。对啦，可能时间上可能是爱不方便。嘿啊，上重要的问题要问到，就是请啊，什么问题？当然是你最近敢有啥物想要宣传的代志啊？哦，我最近有一件足重要的代志要甲大家讲。请讲。社维亚克莱欧，你这个礼拜没有要发周表，但是会开台，差不多是安尼。哦，这样算突发是不是？差不多。哦，好，安尼就是你当时开，你当时开，当时开哦，我嘛毋知。我想要开的时阵，我就会开啊。哎呀啊，毋过恁若是有兴趣，若是有兴趣嘛，兴趣，若是有兴趣吼，就会当先订阅起来。爱，有定选了，现在一定爱。嘿，嘿，有人讲你要食皮蛋烤比的多利多汁，敢有影？看起来不错吃啊。香菜就不用，哦，所以你是真的想吃，不是被逼的啊？毕竟是。嘿啊，因个有人传迄什么，有人要皮蛋口味跟香菜口味的，然后再买一块豆腐啊，做分子料理啊，就把多利多汁加到那个豆腐上面了，皮蛋跟香菜。你本来可以吃全蛋白质餐的，你现在一定要把它变成有淀粉的，是怎样？我也不知道那是人类在想啥。我也常搞不懂人类呢。好，那再次感谢 Sylvia 被我拦下来接访，感谢感谢火神啊，听了好多清唱，好赚。我可以偷偷宣传一个东西吗？你要做什么？可以偷偷宣传一个东西。恁若是感觉唱歌有好听吼，我敢会当推荐一个歌会。啥呀？请啊！我要推荐一个完全没有rehearsal过的，好不好？没有rehearsal过的歌会，现点现唱，热腾腾，傻乎乎，好不好？一个，你若是方便，来，大好大家，有介意热腾腾、傻乎乎的，请去看。我是推荐静音收看啦，静音收看。佫会当安尼，多谢你的推荐。安尼大家爱去看哈，大家爱去看啊！爱去看哦！今年暑期最强档。今年暑期？今年吗？对啊。好酷哦！来自未来的歌会，太好了。谢谢火蛇。为什么结尾这么尴尬？你个为什么结尾这么尴尬？我们的开头也很尴尬。那一定是我的问题。还是我们要来一人唱一句，然后默默飞out？可以啊，要唱什么？要唱什么？我想一下，我们会什么？我们有什么共同会的台语歌？海波浪。多谢叫，不我甲你来分开。多谢叫，我的故乡我爱你。不要想你，你才一代。
呦，好强！极致歌后，有人。谢谢，拜拜，我们下次见。谢谢火蛇，谢谢，我们有机会再见，谢谢大家，谢谢。不知道下次有没有机会接到耳膜厂商的业配呢？哦，这边好的，谢谢瑟维亚被我采访，我的天！哇，我们好像还有蛮多新观众朋友，是瑟维亚带来的观众吗？我好像还没有跟你们打招呼那请稍等我一下，我现在有点手忙脚乱。哇，虽然这件事情已经做蛮多次了，但还是有一点不擅长，同时准备采访很多人，所以只好请大家稍微等我一下。我就是个容易紧张的人。好荣兴晚安，欢迎你来，还有维提晚安，欢迎你来。我们还有 Kids 呢，晚安，欢迎你来。对，我们还有我有漏掉谁吗？我很怕漏掉人，如果我漏掉的话，请跟我说。对，晚安啊，欢迎你们啊。好，有漏掉要抗议的，请跟我说，拜托了。对，真的啦，瑟维亚唱台语歌真的好好听哦，都爱听啊！请大家一定要去给他支持，好不好？拜托。好，那像我呢？刚刚有人说觉得我很适合挂一个台语歌士，为什么我不认为自己是台语歌士呢？你们听瑟维亚唱台语歌就知道了，好不好？我只是有在唱歌啦，我觉得只是有在唱歌。但是如果要说我是歌士的话，还是觉得但不要想不起呀，担不起这个名号啊。讲伤济，安尼咱小段来准备个访问后一位朋友啊。对，因为有新朋友，所以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是会记恁的网络好主编，我平常时可能会讲台语的内容较济，嘛无一定，毋过可能有一半啦，可能有一半是台语的内容。像今日采访，若是有人会用台语的，我就尽量用台语。所以如果想听台语，然后尤其是用台语做一些没营养的内容的话，可以来看我，好不好？没营养的意思就是有时候可能蛮好玩的，对，强烈推荐。耳膜刚刚很嗨，这不是海波浪呢？这算是海啸浪。海啸大家安怎讲？向袂响。哇，安尼咱通准备来访问到咱今仔日的后一位来宾咯。安尼咱准备哈，安尼咱准备来访问后一位朋友。你好，欢迎啊！敢听得到我的声？你好，有听到。哇，嘛足久无甲你开讲啊！足久啊？对啊，顶回嘛是共款伫家路甲你采访。系啊，今日都有人来甲我讲话啊。歹势，你先甲小缘投，我无法度，无啦，佮我别讲，佮你我别讲话，无礼貌，无啊，没啦。毋过顶回甲你采访是录影的。应该今仔就是头一摆伫放送的时阵，甲你讲话，所以敢会当请你甲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你家己咧？安尼我用，那我用国语好了，都可以，比较顺。OK， 大家早安、午安、晚安，我叫莫医生莫伊萨托西，然后平常主要是在图奇开台的实况组，然后最近在就是基本上1到5晚上。都会开台，然后都是以杂谈为主，然后还有一些企划跟一些女装，还有一些有的没的东西，对。然后比较少玩游戏，比较多的都是聊天这样子。大家有空可以来看看。哇，唐突，感谢 Emily 的降落，谢谢 Emily 带观众来看采访。你刚刚说女装，我想问你平常会把就是女装的照片会放在哪里吗？有，我
我每个月都有开女装台，然后都会放在推特上，就是会把每次拍完的推特上面会有蛮多我的照片的，就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追随我的推特看看东西这样子。好诶，好诶，好诶。呵啊，我想想看，来问你一个迄个较困难的问题。好，你讲做 VTuber 上重要的能力是啥物？会晓甲大家算做伙吧。哦，你是讲甲观众朋友就是算斗阵就对啊。观众朋友甲其他的 V 拢爱算做伙，然后大家都会当欢欢喜喜安尼。交朋友嘛是重要的迄个能力就对啊。嘿啊，爱知影咩交朋友。若讲到这，就想到应该是联动啊。若是无任何的限制，你上届想要甲啥物人联动咧？有足侪人呢。足侪哦，凊彩讲者。系啊，哇，即马的你啊。安尼哦，哇，这么会那个、哦，哇，这是我的英雄啦！想要甲你开讲啊！安尼有机会我可能有按算要开愈来愈侪，就是台语的开讲的节目，安尼应该是真有机会。会当。好，太好啊！请问你开台的时阵敢有穿裤？是拢有啦。不是，拢有就对啊。我拢会穿的啦。你的观众看你的台的时阵敢有穿裤？我毋知咧，我无甲伊问。歹势，我拢问一寡无正经的。我毋知因无穿裤，我要甲因讲啥呢？然后你无穿裤，那裤穿起来，还是我要甲因讲啥？嘛是啦，无想要知影遐济。会啦。你感觉他妈都是菜色还是果子？水果吧。水果哦。大粒的嘛，水果。大粒的哦，大粒的应该会当可以做料理嘛，袂歹呢。我是无分啦，我是啥物拢会当食。你绝对无经食的对。我无经食。火锅会当下蚵啊？会当啊。该煮甲伊软。哈。咱短短的友情，好啦无啦。无啊，我家己一个人食会安尼啦，甲朋友食我袂啦，甲朋友食袂啦。你敢有食过啥物特别的物件？比如讲四脚啊、水鸡。水鸡有食过啊，四脚共款的啊，有食过啊，食起来就肉。对吧？砍嫩，我有介意，我食甲做嫩的有够好食的。好，来互你讲一项，你较无法度接受无网络，还是无烧水？无网络吧。所以洗冷水袂要紧。洗冷水就个会当较会当接受啦，但是无网络有一点啊。安尼我毋知我会当用啥呢？现代人拢安尼吼，无网络就死啊。会啊，我毋知我要创啥呢？人生都无意义啊。差不多意思，感觉无网络较艰苦。
哦，啊，啉水洗啊，出来头毛吹好打就好啊。对，哦，哇，对无足遮对用的哦。无啦，我嘛只惊寒诶，但是两个爱选一个，我选无忙，我选无烧水好啊。嗯，对啊，啊，你讲洗身躯的时阵，敢会较有灵感？无一定呢。我洗身躯拢会休困，拢会放松。都无咧想啊。我拢是物件用诶，用甲忝啊，想讲要来困啊，就洗身躯洗，准备要困啊。哦，洗会较好困就对。啊，洗啊，身体较比较放松啊，较好困。哦，啊，你压力足大诶时阵，敢有啥物压力足大诶时阵会做诶代志？就是一直困。哦，就直接困。就直接困甲饱，然后较起来甲物件拢用诶，甲物件一概拢用诶，啊继续甲继续去食一寡物件，啊想办法较比较放松一点这样。哦。你敢会当甲大家分享一个你无讲过诶小秘密？我想看觅哦，小秘密哦。我最近拢困一个过头。哦，因为足我寒是啊。最近足寒诶，眠床伤好倒啊，困一个有当时困一个过头去。我嘛是，我最近拢爬袂起来，我拢昨晚才起床。真正无法度，真正无法度。哦，眠床小够温暖诶。我无法度离开。真正无法度。你较介意猫啊，还是狗啊？拢介意。哦，平介意就对啊。拢平介意呢。因为拢够水啊。哦，拢够水。啊，鸟鼠咧，兔仔咧。伊若够水，我拢会介意呢。啊，吉娃娃。我这可能袂使，我感觉会搞教。你会惊会歹的就对啊。我惊会起笑诶，我毋惊会歹，我惊会起笑诶。哦，你毋知影伊当时诶迄个甲你安怎莫凊彩起笑诶，我拢会介意。人嘛是安尼就对啊。人有诶人就笑笑袂要紧啊。人笑笑伫倒袂要紧，动物有要紧。无啊，有诶人本来就笑笑啊，莫伤笑拢袂要紧啊。你若钓迄个彩竿，你若钓头奖，你会创啥？我继续过我原本诶生活，莫互人知我钓奖啊。哦。偷仔买一寡我介意诶物件。可能看到迄个食卤肉饭就加2粒卵。哦。差不多。佮加一个油豆腐。哎哟，听甲足枵诶，实在。哦。我想看觅哦。我头拄仔想到一个想到一个较特别诶，就是你穿女装敢会穿出门？看要去佗啊。
我旧年有穿出去啊，看，但是较侪拢是穿女装去，可能漫展啊，迄有诶，较袂有人伫遐看来看去。毋过我平常时穿诶衫着较毋是查某款迄种诶衫啦。较中性。嘿啊，原我平来常穿诶衫着是安尼，所以我有诶衫嘛是查某女生型诶，版型是女生诶，但是嘛是穿起来好穿，我着感觉介意。我讲我个人啦，有时仔感觉迄个衫嘛无一定爱分性别，其实毋免分。好看，穿会落好看，你介意，我感觉安尼就好啊。有影。你最近敢有咧听啥物歌？最近去看米津玄师的红白。你是看现场的哦？无看现场啦，无遮有钱啦。网络的啦。想讲享受无啦，去看伊的，搁有登去听 Iris Out。然后去看米津玄师安尼徛去遮鱼啊。系啊，有够好看。真正有够好看，伊使迄个刷戏出来但是伊穿衫嘛是伊的衫，即届穿的主特别。伊有迄个呢，伊迄个气质就是有一个气场，就很酷。但是有一点嘛现代复古。有点复古又有点现代。足好看。好看。你敢有啥物顾目睭的撇步？顾目睭嘛，无呢，我目睭足歹。我目睭足歹呢。歹佫较爱顾啊。我打食叶黄素尔。安尼嘛是有咧顾有啦，食叶黄素用电脑用较久，拢会挂目镜啦。你讲的目镜是有可能有阻挡迄个蓝光哦？蓝光诶。嘿，就是若用电脑会用较久，拢会挂目镜。目睭嘛较袂爽快。原来。哇！你敢会当推荐一出电影？让子弹飞，互庆忌杯节。这经典呢，虽然我无看。因为我感觉这足好笑诶。迄足好笑，佫有一点仔意义伫内底。但是我最近想要去看大梦。好看，我有去看。好看啊！我找时间去看。因为我就是想要看。但是还袂有时间。我找时间去。你若甲我共款有介意听足侪台语的，应该会听甲足欢喜的，因为内底真正就是照迄个时代，就是讲台语的角色的，迄个台语拢讲甲足有味的。好啊，我去看。推荐互你。你感觉即摆家己甲三档进前敢有啥物无共款？改变足多呢。三档前甲三档后，三档前呾开始。我想看嘛，等我算一下哦。等来。
我3当前我打开始，我无记毋对，我3当前打开始做直播啦。哦，3当后开始，3当后就即马就要做3当啊！我嘛是感觉时间过足紧诶。对啊。安尼做诶，要2当3当啊！哇，一米大一寸，敢是安尼用诶？哇，安尼我毋知大几啊寸啊呢？我跟你学白讲啊。你讲你较生火还是较生水？我较生水吧，我较袂。我对，若是讲火，我若讲我火，我感觉我会去甲人定国语，我应该是袂啦。哦，无遐歹。我就是较简单，就是想要，就是我的个性较无遐冲动。哦，了解。互你留甲倒位，你就留甲倒位。会啊。有人问讲你敢你较生火还是较生纸？我火纸，什么意思？较生纸是啥物意思？生喙纸，莫后白问好啊！这足难回答的。无我问一个，我家己足想要，应该是讲我最近咧想问大家，应该会足趣味的，就是你上介意的台语词是啥物词？台语词就是啥？一个词的底下随便一个词，一个台语的词。台语的词哦，敢袂伤困难？我会当先听你的无？哦啊，我先听看你的，我想一下。好，我想看麦。其实我问别人之前自己都没有先想好，哈哈。我最近是有较介意的台语词是半烂。哦，半烂。我讲半烂，虽然半烂可以翻成就是怎么讲啊，就是可以翻成就是跟人家交际，然后跟人家就是套关系、发展关系，对。但是我感觉还是有一点差，对，有点差别。对，就是一起玩。对啊，有一个让我一起玩的。对，让我觉得就是有可以拉近，真的有在拉近距离的一个感觉，足介意的感觉。嘛是最近我有想要一直来做的代志，想要跟大家混熟一点。安尼你讲，我嘛感觉半烂袂，我嘛感觉半烂袂歹。袂歹哦，也可以啊，可以答案一样啊。因为就是当，做直播嘛是咧甲观众、甲朋友半烂啊。还是甲人的半烂开讲熟悉佫较侪人的啊。而且虽然刚刚我讲混熟，可是我觉得混熟感觉有点没那么真心，但是半烂感觉是真的有在用心，我自己的感觉。你还有心甲会当半烂，大家才会知影讲你是真正要交朋友的。对，还有这啥？好汉破腹来交陪，这是歌词。时间嘛过甲真紧，即摆要来问上重要的问题，就是请问你最近有啥物想要宣传的代志无？我最近我拢伫咧土奇的直播啦。原本要900，原本追随数要900，去互土奇甲去互机器人募一个，即马剩800，呾重新咧爬尔。我就是即摆慢慢啊开，慢慢做。
想讲今年会当过1000枚。今年应该是无问题哦。嘿啊，搁有就是我会做侪像诶，因为 X 最近问题做侪。嘿是。开始用 Blue Sky 甲吹，开始研究讲怎么样用。有阵仔看无怎么样用，开始看。所以嘛希望大家当去追踪你的 Blue Sky 就对啊。拢会当Twitter、IG、Blue Sky 吹跟一个恁介意的拢会当拢会使。我明仔载有一个，因为我最近咧做ASMR。明仔载是固定就是哄观众睡觉。哄观众是舒服的那种，不是吼观众睡觉。哄观众就是去睡觉，比较没有，嘿，只有我会做这种事。伊可能耳膜该换，定咧换的啦，无差啦。可能就较甲因讲去困慢慢互因听一寡无共的声音。因为我对声音嘛是感觉做特别做好耍的。哇，安尼互大家放轻松，较好困。系啊。好，安尼就请大家爱加去旁听哈。我拜一到拜我规礼拜除了除了礼拜天，基本上都一天3个小时，都会开，都会大概开3个小时左右。好认真。对，就是固定8点到11点，有时候会开到12点。我会带做定定爱啉酒啊，所以嘿，有爱啉酒的会当去看的对啊。嘿，你若有爱我最近应该休困一下。不要喝那么多。因为那个1月1号的时阵啉，迄天啉一个伤多。身体爱保重。有会保重，即码就是啉少少。OK。好，安尼感谢你来互我问。感谢。好耍。安尼因为拄仔你嘛是上尾一位来宾吼，就毋免甲你赶走，咱就会当做伙甲大家讲再会。好啊。就大家再会啦吼。大家再会。我来讲落一个，我来讲去。有一只鹦哥咧做生日，趁伊生日还袂过，咱就来去甲看，安尼就甲大家讲再会咯，大家再会，拜拜。拜拜。